好，安尼我来咯！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火鸡的网络好厝边，今日网络好厝边来四界踅踅聊聊咧，都拄到一位好朋友，来，敢会当请你甲大家介绍一下你家己？哎呦，大家好，这是病院的药师银牌啦，嘿，逐工拢伫病院，毋知咧创啥笑。喂，逐你咧工伫病院，毋知咧创啥，一个药师啦，嘿。你创作重要的工课对无？你咧顾大家迄个性命呢？啊，但是有时毋知当来电伊咧算啊，哦，后白走后白来啦，嘿啊。哦，嘛是看逐工状况无共少，有时较无用安尼。有时较无用啊，有时就是伫遐看影片啊啥。哦，佫会使看影片，啊！你拢看啥物？看其他 VTuber 的放送者。像迄单飞记啊，有一个我就介意的呢，伊台语讲甲足好诶。真的啊，我找伊学台语，无当病院吼，有时迄阿送啊来啊，拢会学白讲啊，有时佫听无，就爱找迄单飞记甲伊教来学一个。真的啊，假？你实在哇，足敖甲我学了，我会淡薄仔歹势。一定爱啊！哦哟，那会真好。好啦，我来问一寡迄个我有准备的问题，好啊。好啊，来，凊彩问嘿，拢会使。好，安尼我来问我较刺激的。较刺激哦。请问你感觉情侣朋友敢会当做朋友？情侣朋友敢会使做朋友，当然会使吧？会使吼。应该是会使啦，嘿啊。虽然我无交过啦。啊，你敢有看过朋友敢有即种的状况？其实有呢，我身边足侪人拢是女朋友分了啊，两个人各是朋友，各继续咧抬杠的啥嘛是有啊。哦，安尼哦，敢会有迄种状况，就是伊交着一个新的，新的女朋友的，敢无爽快安尼？可能有，但问题是我看到的其实拢正常啊，系啊。哦，较特别啦，两个人拢较这其实我可能看身边的人拢较特别，伊就是两个人佫是朋友啊，佫好好啊。因为咱当初因嘛是讲，就是伊毋是讲冤家啊是啥，伊是两个人想讲未来吼要做当都无共啦。哦，嘿啊，想讲若继续拖落去嘛无法度，就共同好啊，安尼咱就分开好啊。哦，就是好好讲，好好分开安尼。嘿啊，你若讲若是冤家分开，迄真正无法度啊。就是两个讲，想讲可能讲一个要去北部，一个要去南部，两个人就是对袂着嘛。有时讲两个人继续落去，毋知要做安怎，无就是好啦，就放互伊去啊，系啊。哦，原来是安尼，即种的嘛是有。嘛是有啊，所以我身边看到的拢是即款的。冤家甲两个人分开的话，其实可能我身边有咧交的嘛无几个啦。原来如鸟。你敢有听过人讲原来如鸟？较少的，我拢是原来如去，原来，我一般都用原来啦，较少安尼讲。向大家介绍，因为就是会讲原来如此，就讲迄厝是鸟厝的厝，大家换做鸟，那像是安尼，算是笑亏。哦，讲是笑亏，我想讲，反正是原来如此啊，原来是安尼啊，拢安尼讲啊。对啊，就雄分享安尼。其实较特别，我就讲看火机的台会使学台语吼。哎呦，无细字个，互你学得着，实在是无法度呢。来遮一点学了火机的，学了甲伊上天哦。观众朋友敢有听着？来遮就是爱甲我学了，恁莫逐摆拢咧讲我的歹话。好啦，你头拄仔讲你毋捌交过哦，安尼我这敢会当问？应该会当问。请问你敢捌对人表白？对人表白，其实应该算讲有啦，但问题是讲，迄其实拢是种少年时，就学白来嘛。学白来。少年时学白算
啊，较大汉了，其实就无讲过啊，就是嘿啊。啊，有做过一个，有一摆就是，我就介意一个查某囡仔，啊，问题是讲，我毋敢讲，哦，所以我就写一条歌，啊，偷偷啊写，偷偷啊唱，啊，就一个表演所在，啊，唱了吼，唱互伊听，啊，问题是唱了后，伊嘛毋知我介意。哇，有够浪漫，你家己写诶？对，我就家己写，啊，搁请一个朋友帮我甲迄厝帮我调整一下安尼。哇，有够浪漫的救人哦！问题是伊嘛毋知影我介意伊啦，啊，唱了伊就讲伊交着男朋友啊，我就好，那会安尼？啊就无迄文完婚啊，我都。哇，过去的往事，毋敢提起，好无？安尼请问，敢捌有你的 fans 对你表白？哇！嘿啊，无啥可能，我可能我平常时拢是黑白讲，较无人咧安尼。凡世有人爱即种的啊！毋知呢，我无拄过，我无拄过。嘛加在啦，无可能对有的人来讲，可能小可会困扰吼。可能是安尼啊，我是拢感觉凊彩啊，我就是欢喜就好，嘿啊。啊，完婚有够就有够啊，若真无就继续搁我做我家己啊。了解。请问你感觉 VTuber 甲 VTuber 敢有适合交往？其实我感觉会使呢。哦，因为 VTuber 甲知影 VTuber 咧做啥啊？最近迄 Twitter 毋是一堆人咧讲啥啊？对 VTuber 咧交往要安怎？会出啥物代志啊？啊，你的女朋友是 VTuber 啊，就是讲迄啥阿公咧过节吼，啊，两个人就无法度看到对方咧做啥，啊，就讲为啥咧过节你袂使陪我安尼？啊，其实 VTuber 就知影讲哦，原来你咧做啥，啊，较有法度啊，嘿啊。哦，而且凡世所以我感觉其实无啥差啦。了解。哦，像你头仔讲过节，凡世迄两个人拢咧过节，拢咧开台，安尼就无差。啊，两个人拢咧做共款诶代志，啊，你就好无差，就安尼啊。安尼有理。敢有差？无就是做伙伫台志明诶开台讲，今仔日咱做伙来过节咯。哦，你讲直接联动互大家看安尼？直接联动啊。哦，互观众朋友看人恩爱安尼啦。其实这嘛是会使啊，敢有差？无差吧？有的人爱看，我就真爱看。我是感觉好，其实嘛是一足特别的啊。嘛对。哦，请问你敢会惊食？惊食，其实我足无惊食呢。哦，你啥物物件？我着金龟无爱食呢。金龟哦。我真正无法度食金龟，我看到金龟会吐。哎哟！那金龟迄味我无法度，剩诶我其实看到拢，其实就是无爱食尔，但是伊若讲囥到我诶碗内底，我嘛是会食掉。你毋是讲会吐？着金龟无法度啊！剩诶就是，敢若金龟无法度，剩诶就是我看到，无爱食着无爱食，问题是你囥到我碗内底，好啊，我食掉，我就食咧。哦，做认命诶就对啊啦。即认命诶，平常时拢安尼。所以其实食便当啊啥拢是好好食咧。哦，金龟若甲煮做迄个汤有无？有诶西洋诶迄个，就是啥物？我无法度，无法度。迄金龟迄味我就挡袂掉诶。所以煮火锅诶时阵下蚵仔你会使？我袂好诶，我无介意，但问题是你若等落，我嘛是会食掉。罗餐前迄金龟安尼会吐出来。金龟我真无法度，我看到金龟就是等去外口。你若真正有人甲蚵仔等到我诶火锅内底，我就片仔蒙蒙诶继续食。片仔蒙咧就食 ，OK。
我看到我内底，我无想要，我无想要浪费咩。哦，安尼袂歹，你嘛是无咧浪费资源，安尼好，安尼好。哎呀，会当食就食。嗯，啊，你敢若讲，迄号做啥？迄号做塔马豆。你敢若塔马豆是菜色，还是果子？是青菜，还是水果？作为一个药师，还讲卡马都是青菜。哦，这药师的专业，大家爱听。嘿，卡马都伊分的是青菜，毋是果子。哦，你是讲毋管大粒啊、细粒的，拢是对，菜。卡马都的分的去较活迄青菜遐。哦，所以若准讲我若准营养师建议我莫食果子，莫食水果，我是会当食卡马头，细粒的嘛是会使。就是讲你若青菜食无够，去食卡马豆是会使的啦。啊，你若讲果子食无够，细粒的是就是较活果子遐，但问题是伊嘛是做青菜较好，伊嘛是算做青菜较好。哦，好学着哦，这对我真重要。我最近咧保养我家己的身体。哇，讲到保养身体啊，我想讲，可能 VTuber 拢较需要用到目睭。请问你敢有照顾你目睭的一个小撇步？其实无，无，你拢无咧管呢。你若真正爱就是外口咧讲的迄什么叶黄素啊、维他命 C 啊，一般拢是即款物件啦。因为其实即马目睭的保养物件、保健食品就即个尔。嘿，无别项啊，就是这個。所以你若讲你若真正要食寡物件去保养你的目睭，就叶黄素，啊，个一寡虾红素啊啥。啊，你若讲目睭会酸啊，其实是维他命较好，毋是叶黄素。哦，药师的专业过来啊，大家学着谈着。哎呀，你若讲你是目睭酸啊、目睭啥，其实是维他命 B、维他命 E 啊，甲维他命即款物件对目睭酸较有好。啊，你若讲是目睭小可会灰，还是讲目睭焦，还是食迄叶黄素啊，还是啥？迄用的无共。啊，即马外口的保健食品一般拢是讲目睭酸啊、目睭灰啊、目睭啥啊，物件拢斗做伙啊，所以你去外口的保健食品其实拢有啦。哦，即摆拢斗做伙啊，所以慢慢讲啊，我叶黄素啊还是啥，一般讲叶黄素的来物件拢包好啊，嘿，免惊。哦，安就免个拣几若罐，就是迄罐其实内底就拢有。一般内底拢有啊，啊，你有迄个看一下，内底有啥什么虾红素啊、花青素啊，啥拢其实拢斗做伙啊。哦，就是看一下伊迄个伊写的成分就知啊。看一个成分，一般拢有啦。哦，保健食品嘛算是药师的专业，所以其实大家若有问题是嘛会当问药师的意思就对啊。一般你若讲真正就专业的是营养师啦，啊，问题是保健食品是一般拢是咱药师咧叫咧买嘛，所以咱药师其实家拢爱知。哦，原来是安尼，原来是安尼。因为你药叫你买有个食品啊，保健食品是咱个介绍迄人客嘛，无可能讲啊，我咧买这物件，问题是我毋知影要安怎食，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啊。哦，你要介绍人买，你就爱家己嘛爱知影啦。系啊，所以其实家拢知影啦。哦，而且现在来讲，你食保健食品有时会甲药啊有咧交互啊。哦，可能会冲突还是安怎的？冲突还是啥？所以其实就嘛是爱知影保健食品是啥。哦，原来是安尼。哎呦，这大家真正学着。系啊。所以你若讲真正最专业的是营养师啦，尤其是迄啥，你若讲你要啉寡迄牛奶啊，像迄什么亚茶啊、桂茶。哦，迄种人讲牛奶啊。即款牛奶一定是营养师较专业。哦，了解。即款牛奶真正是营养师较专业，伊个会使甲恁讲说，即罐口味大概啉起来是啥啊？即罐迄较人工啊是啥？营养师真正较知影。美角足济啦。一般，但是你嘛是去药局买物件啊，所以就是拢有那个介绍啦，就是专业方向无啥共。哦，趣味。头仔咱要开始进前有偷小开讲者啊，你有讲到你最近做工课嘛是介忝，所以我想要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最近敢有咧啉咖啡？
我是啉茶，我较无啉咖啡的。哦，啊，你拢啉啥物我食茶？茶较济，我是食茶。你看我穿这衫，哪有可能食咖啡？有影，这看起来就是会食茶啊，甲大家开讲爱，迄个啥？就是咧泡茶啊，来请坐啊来食哦，遮有一个好茶啊，大家来食来啉啊。有，你穿即事情做引导的呢？我就是咧泡茶较济，我真正会泡茶，虽然无啥专业。哦，你拢泡啥物茶？你敢有较接啉的？其实就是拢是别人送的，哎哟，别人有送我会摕，嘿。哦，原来是安尼。了解。好，咱最后想要问你，敢有啥物想要问我的问题有无？问你的问题哦。在你问哦。咱拢啊会啊，接熟啊你当时要甲我讲，来我遮甲我讲台语。会使啊，虽然我感觉你台语做好，所以我毋知你看要啥物主题。你若要教你较专业的，我就真正无法度。无要紧，我后摆我找时间，我找我较请你来教我讲安怎甲别人介绍物件。会使，一定爱。对啊，看是讲要安怎甲别人爱介绍，还是讲要甲别人讲，你的药要安怎食？我到时甲找你。哦，好，对呢，我最近拢咧四界教台语，已经足久无甲你合作啊，应该是爱来者。我足久无找你啊，两个人都最近拢我无闲啊，你嘛真无闲啊，两个人都对会着。我阁想要叫伊来我遮买药，那个化价一个，看迄药要安怎买。哦，爱呢，这应该好耍诶。最近有无时间找伊？不要紧，但你若有闲，咱就随时会当约。好，咱再来找时间。你敢有啥物想要最近有要宣传的有无？宣传其实最近我咧休困。哦，想无闲我拢咧都。拍电动啦，无啥咧做物件，拢咧拍电动，所以我最近其实较拢咧耍啦。哦，用拍啥物电动啊？乒乓者。Pokemon 啊。啊，最近拍电动拍较济啦，所以最近较无啥物节目要做啊，就讲后礼拜会介绍一寡食药的奇怪的想法啦，有一寡人有时食药吼，有一寡像像讲像感冒吼，一定要去诊所注射，无注射就感觉怪迄种啦，就是甲介绍者，你就有一寡怪的想法，介一个啦。就是华语讲迷失的对啊。就是迷失。后礼拜我会做这题目时间我搁咧看。水呢，哇，这较有这做有知识的，这大家会使先记起来。就这啦，剩的其实就是我的棉花糖啊，棉花糖，逐工就若有问题拢会使来斗。好呢，大家我就会规大家来甲因讲你斗的问题。所以要问保健食品的就会使哦。其实会使你斗啊，我有法度就讲啊。是，安尼好。好，时间也有，无我过来问一题好啊。个有好来去。是讲我有甲迄个银北 YouTube 频道放伫开讲室，大家会使先去订阅，才袂错过后礼拜迄个，敢算预告，或者就是后礼拜介绍知识的直播的对啊。对。请问你敢会食泡面？泡面我足久无食呢。是为着健康还是？无，因为我用当厝啊，当厝我甲我老爸阿母做伙嘛，我阿母就是最爱煮饭的，所以其实足久无食泡面啊。哇，安尼拢免烦恼的对。拢免烦恼食的。若讲真正，所以我其实无啥咧食泡面，去病院就我嘛无咧食宵夜，所以其实真正无咧食泡面。听起来有够健康的呢。我是真正无咧食宵夜。哇，这袂歹，无食宵夜，无食泡面，拢泡茶安尼，算是真健康有影。泡茶较养生啊。哇，真正养生。安尼咱就多谢迄个银白今日来互我们
耶！上欢喜有闲甲来抬杠，一定爱，一定爱。哦，做期待后摆去你遐耍。好，好，有机会再耶来，！OK OK，安尼好，就先甲你讲再会。拜拜。拜拜。好，安尼，咱来看一下开讲小，甲大家小借问一下。爱小等我画面有较乱。等下，逐摆开这个，这有这啥？这有这大型的这个现场的访问，拢会较紧张吼。请大家原谅，那个来个迄个问一下暗安吼。阿杰暗安欢迎，佮有 Sandra 暗安欢迎，佮有伊头就去暗安欢迎，佮有楚人暗安欢迎，佮有卡米萨卡暗安欢迎，佮有咱的鸟味果水甲伊的牵手阿酸暗安欢迎，双双对万年富贵啊哈！佮有咱的新朋友啊，其实我会讲中文啦，刚刚讲台语讲太开心，忘记我可以切回来啊，我都会讲。对啊，大家如果我等一下不小心要讲太多台语听不懂，可以问聊天室哦，就是聊天室的朋友都还蛮乐意，就是帮忙解释一下台语的部分。对，好，然后所以总之我们的新朋友芋头味乳哥你好，晚安，初见晚安，对，欢迎你来看，还有我们的。马子里阿曼，欢迎你来。什么画给哥爱安排一个，因为讲安排最近咱就真较无闲吼，所以我就看伊后摆什么时阵有闲，我才去伊遐耍。足期待，足久无甲安排讲台语讲遮久，真足欢喜的。对呢，我哪像嘛是有一时啊无甲大家讲台语啊，对无？好啊，大家对，就是因为今天是那个多人的联动，所以就是有时候在跟来宾说话就没有办法立刻回到大家的讯息，那就请大家可以自己聊天啊，可以随便聊天，对，可以当自己家。然后如果大家就是如果有什么想要问的问题，好好笑，我的麦一直关着啊，这样我的跳才会跳啦。对，等一下大家如果有任何想要问的问题。就是我说想要问那个正在被采访的人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打在聊天室，然后如果我来得及捡上来问的话，我就会拿来问。好，我看一下，耶，好的，那我们来等，我们来看看阿慧等一下会在哪一条路遇到哪一个人吧。那我们在等待的时候要干嘛？等待的时候要唱一首歌吗？对，我今天好像就是等待的时候，就真的是跟大家闲聊啦。我今天好像在 YouTube 有发，其实那个是排程的，对，排程就是我可以很久以前先排好。对，总之今天我在 YouTube 有的那个什么 YouTube 的贴文功能，有问大家比较想要，如果我想要开歌回的话，大家比较想要听我唱女同志歌回还是？那个酒精歌回，对，就是会准备一下跟主题有对应的歌单这样子，对，先猜狸猫，哇，好强哦！大家现在会懂得猜下一位来宾是谁了吗？好聪明，对，不是你们怎么知道哦？因为那个嘛，因为朋友们就是有可能会被访问的朋友们都会转推，有道理。那你怎么猜棒次的？就是单纯猜吗？还是你其实会通灵？子昌晚安，朱聪安安欢迎你来，多谢你来看哦。那总之呢，酒精女同志歌回这个要素有点多这样好像变成我的歌单要同时符合酒精跟女同志这2点，这个可能对我来说就有一点考验了。对，这个歌单会比较难产生哦。顺带一提，就是大家如果有特别想要算是点歌或者许愿我唱什么歌的话，可以从我的棉花糖。或是在其他任何我看得到的地方，其实都可以，就是可以在这些地方跟我说，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我就那个叫什么呢？我就可以安排练习一下。猜一个西瓜自己爆雷的，因为本来就没有不可以爆雷啊，本来就可以帮我宣传啊，当然 OK 啊，对啊，所以是的。
啊，我有发现啦，就是今天蛮多来宾都有跟大家预告一下几点会来出现的。哎、太好，我又蹭到。边唱女童的歌边喝酒，好像有道理耶。但我唱歌通常没有在喝酒，哎，也没有说不行啦。哎，好，那么我们就来准备恭迎下一位来宾吧。好的，那我们就来看看下一位会遇到谁吧。虽然好像大家已经知道了。晚安啊，狸猫朋友。我的开场很但我烂吗？猜大家猜的应该是另外一位。是吗？大家晚安，晚安东，Hello。晚安东，但是你有转推，所以应该有蛮多人会知道的是你吧？哎呀，别扛了。对啊，不要扛了，没关系，这算是我蹭到免费的宣传赚到了。对啊，想说那个另外一位狸猫朋友最近都在休息，所以猫猫可爱，晚安，Hello。好，那我们来问问题吧。好的。好像有张好硬哦，我们有点久没讲话了耶。是啊，好像是哦，可能我我不知道你最近在忙什么，但我好像最近也把自己搞得很忙，好好笑。我最近我想一下，忙着出去玩。啊，好好哦。我的荷包燃烧殆尽了。哦，那好像就有点不好了。好吧，好，那请问你身为一位女性狸猫，你觉得身为女生最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那当然是有月经啦。哦，月经会对你造成什么样的困扰呢？就是我一定每个月都是一定要有一些固定的支出去买那些生理用品啊。如果我又有这个怎么讲经痛的症状啊，什么 blah blah blah，就是女性会特有的一些不舒服的地方，我又要花一笔钱啊去看医生解决这个问题。哦，对耶，又回到非荷包常困扰燃烧殆尽的部分。非常的困扰。哦，哇，这的确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只是因为身为女性就要多一笔支出，好像其实真的是蛮头痛的。对啊，大家对身边女性好一点啊，懂？这要补一个洞，好突然。好，这个有点尖锐的问题哈，就是你有没有遇过来自观众或者是其他同行的性别歧视？性别歧视？没有也可以哦，没有的话我们就会替你感到开心。好像有呢。这可以讲吗？应该还好啦，就是好像就是看我玩一些比较操作类的游戏呀，比如说什么《魔物猎人》啊，就会有一些热心的观众就说这个用什么什么打比较好啊。哦，所以这样你听得懂吗？你感受到性别歧视的点是，可能因为他觉得你是女生，所以他就觉得他可以指导你，是这样吗？对，就是觉得好像女生就比较不擅长打什么什么游戏哦。哦，好像蛮多人会有这个刻板印象的哦。殊不知我已经是几百小时的老猎人了。哇，老猎人狸猫。嘿嘿嘿。哦，那我来请我还教。是很耐心的说谢谢你呀，呵呵呵呵，然后继续打自己的。这就是身为 VTuber 的专业素养吗？没错。哦，面不改色的陪笑。这么没有，这听起来是我个人做法，不代表大家，谢谢。所以意思是你觉得要骂回去也是可以的对。的确，OK。我们言论自由。哇，好，确实。你觉得哪一句话最能惹怒女生？哪一句话最能惹怒女生？我想一下
哎、啊，我想到了，哦，反正就是可能比如说网络交友吧，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一直跟你要照片哇，啊，我就觉得哦，拜托先聊天好不好？就是不要只想看人家照片，请看见人家的灵魂。聊哦，天不行吗？啊，不然就是说什么哎，当女生真好，不用当兵啊，blah blah blah。哇，这个好像也蛮常听到诶。啊，不然就是女生可能赚的比自己多啊，就会讲一些就是可能拍贴的话啦，说啊他就是躺着赚的啦，叭叭叭。哇，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哦，看超多的。哇，大家知道吗？侯嫂赚的比我多，为什么呢？因为我是 VTuber 啊。对，所以你是在暗示什么吗？没有啦，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好像，有时候好像那个，因为一些怎么说，父权体制的压迫，就是一些那个社会上好像同样的工作，常常会出现那种女生的薪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比较低的这种状况。嗯，好像有个专有名词诶，叫什么玻璃天花板嘛？哦，对，好像就是叫这个，嗯，对呀、为什么不走那边？为什么不用手把玩？哎、你漏拿那边的东西了，不要买这个武器啦，这很废。哎、对，这就超多。是这样。连台规有禁止说教吗？有哦，那就写的清清楚楚，然后上一场哦，直播，我在回答观众的问题，最新的问题还有人在问说你的聊天室有什么不能讲的，都在台规里面，大家看一下说明栏，大家。好要命哦！好，那虽然呢，我自首，我没有看你的台规，但是我想要问，你的台嘿，规里面有没有哪一条是比较特别的？完蛋了，我自己去看一下，因为我等我等我，我有点久没有认真研究大家的台规了，但之前我有我来开，看麦嘞。没问题没问题。就是我之前有开一次来定我自己台规的直播，那时候就有去看一下别人的，就发现有一些人的台规蛮特别的，就想到俗话说，每一条标语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嗯，好像都是很普通的哎。哦，都是最基本的要求，还敢不遵守？哦，哎呀，我可能要再加上一条了啦，不要拿主播的名字开玩笑啦。他们会这样哦？啊，之前就有遇到一个啊，就已经可以告的那种程度了。啊，这也太过分了吧！嘿呀，哇，就皮耶，就去啊！你是不是想要加讲一寡代志？我应该给你机会对吧？会使啊，去看麦。啊，足久无跟你讲代志啊。嘿呀，好，请问你敢会啉咖啡咧？袂晓呢，我只会晓啉拿铁。哦，拿铁嘛算咖啡啊。算吗？算啦，你的拿铁是人讲什么红茶拿铁无咖啡，还是就是人讲拿铁就是拿铁咖啡？啊，铁咖啡啦。啊，安尼就算有咧食咖啡啊，应该有算啦吼。也毋讲，这毋是我的，就是讲，我有咧上班的时阵才会啉。哦，上班就会闲，无想要做代志遮。嘿嘿嘿，我嘛是，所以我逐工拢咧啉咖啡。哇，哇，你嘛足够的呢。啊无啊，无足够，就是咧或者啥物，都已经咧研咖啡啊，已经无法度改啊。讲到咖啡吼，阮爸爸因同学吼，就是咧种咖啡的。哦，啊，大概要转去那叫什么老家的时候，老家，我想看觅，敢袂当拢讲会问阮妈妈讲爱订咖啡无？啊，我妈妈嘛会啉啦。
是伫好啦，这应该袂使问。虽然咱若讲台湾正咖比，就会想到可能分灵谷坑遐较有名。嘿，毋是遐哦，哦。毋是遐哦。这应该袂当问，嘿，这袂当问。嘿，哦，神秘的狸猫香。啊，伊正咖比是佮爱家己处理是哦。毋知呢，咱伊当学 OK 就钱诶。就有钱哦。伊会晓分萨克斯风呢？哇，啊，敢有好听？啊，印象中有听过，但是我无印象。哦，毋知影迄个分了有好听无？对。哦，啊，哇，讲到乐器，我倒想要问你，敢会晓啥物款的乐器？就直笛、卡祖笛。哦，卡祖笛，对啊，卡祖笛不是你会讲话就会我毋知，我无分过。啊，你没有玩过那个实况主必玩吧？是安尼讲无毋对啦，好像是啦，好像是。我想一下还有什么还会玩手碟啊。哦，手碟很酷呢，知道手碟吗？是那个就是一块算是金属的碟子，然后有看起几个位来很像，置要敲。看起来很像 UFO 优服的好像感觉。是，是蛮像的。但它其实是一个很新的乐器哦，大家。可是可能感觉最近真的蛮流行的吼，这几年。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疗愈的乐器啦。的确，嘿啊听起来是蛮舒服。不是，我聊天在乱讲什么用脚弹乐器？请问你会用脚弹手碟吗？没有办法呢，可以希望那个观众朋友不要提出，除非我变身成章鱼，可能就有办法了。变成章鱼吗？OK， 哇，太好了，那我可以多一个奇怪的题目了。请问，如果你可以，就是如果有一天可以让你变成别种动物的话，你会想要变成什么动物呢？别种动物哦，就是太多了狸猫以外的任何动物都可以。任何动物。没错。可能猫吧。为什么呢？不知道，感觉就是被人类养很爽啊。这对。可以就是弄倒他们 everything 任何东西，没错。然后他们骂一骂，就是他们的事，他们还是会爱我。对，装个可爱，然后就原谅你了，太过分了。哇，天哪！好吧，有机会我也想当猫。等一下有人问你变浣熊可不可以？变浣熊？谁讲这么恶劣的笑话啊？伊藤绿茶，你有扳手，你可以编它。你有被认成浣熊过吗？我被认成松鼠。为什么？颜色的关系哦。可能吧。我也是有被认成鬼啦，就是日本的那种日本妖怪的鬼。因为你不讲，可能也没有人知道。对啊，等一下，你是不是之前有做那个日本妖怪的？你是把我收录成鬼，对不对？我还没做出来吧？那你至少还有问我哈？你有问我这件事情，我记得。好好笑。绿茶在辩解说浣熊是狸猫以外啊。因为问说狸猫以外的动物，有道理啦，有道理。你觉得有道理吗？你才是当事人，我不能帮你代言。算你过。还不快叩谢黎恩，快点！你体验一下当王的感觉，太好了。马上变骂倒台。你有开过骂倒台吗？没有，但是好想开，有人会来吗？你想开是因为你单纯想骂人。对，有。不然，唔对。还是你今麦来骂看卖，看你要用台语还是中文拢会使。好啊，大家要不要讲一些很烂的话让我来？就从那个，就从浣熊开始。你怎么可以说要我变成浣熊呢？
对于我这只狸猫来说，真的是一个极大的侮辱。首先，我们从毛色就完全不一样了。第二，狸猫跟浣熊不一样，是非常爱干净的生物。还不同科，对不对？嘿呀、狸猫是犬科啊，浣熊是浣熊科，大家知道吗？没有狸猫不是猫科，浣熊也不是熊科哦。嘿呀、是的，绿茶说：“请问是从这边开始排队吗？”你看大家就最喜欢。骂倒的牌骂起来很累。那、你觉得有吗？我觉得要看有没有放感情哎，如果是真的很生气的话，就会放太多感情，然后就会太激动，就会很累。太激动，真的被刺激到了，就会很激动。对对对，像有些人提供例子的时候会提供的太好，你看，你这样玩不对，你会把那个直播时间拉长，我教你怎么玩啦，这种的。哦，关你屁事！你看放感情了吧？大家平常开台的时候，阿姨不会这么说的哦。这个是特殊时候才有的福利，对不对？好的，阿英说浣熊 V 鹏鹏不爱干净，我没有这样说，我是说浣熊这个动物，我不是说浣熊 V 鹏鹏，好不好？浣熊 V 鹏鹏也是浣熊啊。没有，我是说真正的浣熊，你们真的知道真正的浣熊有多脏吗？完蛋了，这个要掀起宗教战争、种族战争了，跟我没有关系，我就只是个访问的。是服务性质的骂倒台。可能大家觉得有放感情才有被服务到，是不是？俗称垃圾熊猫，哎，这不是我说的，这也不是我说的，这不是阿颖说的哦，有事情找伊藤绿茶哦。这找他哦，你希望哦。你觉得如果浣熊 V 不是真的浣熊，知道了，哎，对，子昌说的很好。子昌说的又是好，子昌说的，你觉得如果找一个，我想一下啊，就如果做一个企划，然后就是让浣熊队跟狸猫队互扁的话，有没有看头啊？那个红色的那只要不要也来凑一咖凑3队？你说小熊猫啊？对呀、我们把小熊猫随便分到一队好了，这样才会得罪人家，这样才有看头。你要当主办是不是？你要当主办我就参加。这个一定要有一个不属于任何一队的人主办吧？这好像没办法叫你办耶。啊，是啊，是没错，不能球员兼裁判啊，不太好。哦，子昌说小熊猫最可爱，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我这本人就在这里，你居然说小熊猫最可爱，你凭什么说小熊猫最可爱？你给我列出小熊猫最可爱的10大理由。哦，说骂倒就骂倒，哎，对啊，你想想，小熊猫会骂倒吗？小熊猫还可以干嘛？不是浣熊，不是浣熊，狸猫还可以干嘛？小熊猫它就只会在那边投降而已。狸猫为什么？狸猫我会怎么讲？突然脑袋空白。太生气了，哎，不是，如果小熊猫 VTuber 看到的话，不是我讲的哦，不是我说你只会投降，不是我说的，请找阿颖，谢谢。一个骂倒台得罪所有人。对，真的尽量得罪，反正是你得罪的，不是我得罪的。太好了。好了，我们认真问问题，不要骂倒了啦。对，这样太多福利了，不行。好，那我想想哦，请问什么呢？请问你觉得观众可以怎么帮助自己喜欢的主播呢？给他钱。还有吗？我觉得很实际，我非常赞同这个答案。还有，我想一下啊，多在聊天室留言啊，跟主播互动啊，然后多转发主播的那个贴文吧，帮他做2创啊，按赞啊，就是推坑给朋友啊，我觉得就不错了，不一定要花钱啦。我突然想，有时候可以招就是那种滴滴的辛苦之处。哦，没有办法把钱分配给每一个人。
对啊，就钱就这样而已。但是爱可以有很多，对对对，有道理。哇，那我突然很好奇耶，就是我知道还有一种给主播帮助的方式，就是帮主播委托东西。你有收过观众帮你委托东西吗？有哦，可以说是超可爱的，但是我还没公开过。哇，那还不能讲一张 Q 版图。哇。好，这个要先卖个关子，对不对？嘿，嗯，出来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了。好诶，好诶，对，我开始写主播同意的 CP 同人文，扩散出去，让大家知道他们是谁。是没错啦，我这边是有人在这样做，没错啦，啊，我有同意啦，对，你可以参考看看。所以有谁？啊，你怎么会问这么尖锐的问题啊？你觉得还会有很尖谁？锐吗？我又不是问你。你说有谁在写，还是我会被跟谁凑在一起？对啊，你跟谁啊？啊，这不用问吧？这答案已经很明显了吧？还会有谁？所以是三人行的那种，还是纯爱？又三人行，就是可能也是有人这样写啦，是没错啦。我只是不想讲出来而已。不跟蛋糕了。真的假的？不要再提叉子跟蛋糕了。对啊，大家有看那支精华吗？我真的觉得超好笑的。一不小心就讲了太多哈。我觉得应该要把后面我解释那边也讲进去，不然真的是啊，大家都以为我就是对。啊，我们要给当事人机会澄清一下啦。那时候怎么说啊？大家去看火蛇那个原档就好了啦，不要在这边解释。想要看断章取义的话，就去看阿颖频道的精华；想要看那个澄清的部分，就看我的原档。原来如此，嘿嘿嘿，哇，有道理。好诶，我好可爱说，我看了好几次，笑死我。对谢谢你的喜欢。真的真的，那时候阿颖剪出来的时候，我也是看一次笑一次。谢谢你们的喜欢。最喜欢看别人失言了，好快乐哦。好，我们来问最后一个问题好了。嘿，请说。嘿，请问你有没有压力大的时候会做的事啊？压力大的时候会做的事哦，没错啊。吃好吃的。哦，有道理耶。你有没有特别会比较常吃什么样？比如说吃辣啊、吃甜啊，还是我们会去吃，蛋糕？就是能狂吃肉的那种，吃到饱吧。哦，还以为是对啊，麻蛋糕呢。辣锅啊、火锅啊，对。不是说好可以叉子蛋对糕吗？不起，才刚讲。那我就要去委托同人文了哦。不，居然还有这招！天哪，相爱相杀。对啊，好的，阿慧，你小心一点。我小心一点，我洗干净脖子。是该洗干净诶，平常都圈着都没洗啊，不是啦。好的。真的耶，吃那种就是吃到饱很多肉还蛮快乐的，而且通常这种吃到饱蛮多都会有那个甜点吃到饱，虽然那个甜点可能不是很高级，但是很爽。没错。没错，有道理。好，那最后最重要的呢，就是来让你可以宣传一下的环节。对啊，我先说，就是我有把阿颖的频道连接钉选在置顶了，所以大家可以先点进去订阅，应该都有订阅吧？这边如果是比较就是常来的朋友，应该已经订阅过，但还是可以去一下。然后你最近有订阅？请说。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想要宣传的事呢？阿颖的2款周边就是已经上线啦，大家可以利用这个网络通贩来选购看看这样子。哦，太好了！刚刚我的那个瑕疵品太多，亏死了。完蛋了，完蛋了，这是有点衰呢。要卖的时候才在那边发现，然后我印20个，已经有3个瑕疵了，可能还有更多瑕疵品。这个比例有点高哎，我的天啊！溃烂。哇，天哪，天哪，天哪！你的瑕疵不是品不会亮，就是那个灯角它直接破掉。啊，对这个感觉不能卖了。就真的是就不能卖了。天哪！你不会亮就还可以当摆设，但是
那个脚断掉，就真的是，就有点太危险了，真的没办法对呀、啊。大家知道当兵多辛苦了吗？大家都给你爱的主播钱呐、大家。请去买那个周边，虽然周边不一定赚得到钱，但是可以回收一点成本哦，应该是这样对吧？没错，没错，大家。我们把辛酸血泪都讲出来了，怎么会这样？今天就是这个揭秘台，真的好唐突。好，谢谢，感谢阿颖在路上被我抓来不会访问。不会，哇，有点久没聊天了，之后要在一起玩呢。要啦要啦，对啊，好，太期待了。那耶、我就先去骚扰，不是骚扰，去找下一个人咯。啊，那大家拜拜，大家拜拜咚，大家拜拜咚。好诶。好，来跟刚刚才加入的朋友打一下招呼哈，因为刚刚就是在一边访问来宾，就没有办法一边及时打到招呼，所以呢，看一下从哪里开始嘞？奇怪，怎么觉得好像漏掉了谁？好，总之3次方晚安你好，欢迎你来看，还有歪嘴狼晚安，欢迎你来看，欢迎你们来呀！我是不是有漏掉谁？对了，阿修罗来吧，没错，阿修罗来吧，晚安，欢迎欢迎。那个没有 BGM 是正常的，我想说我们维持那个街头感的，街头我们就没有特别放音乐了，没错，就是这样。哇，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阿颖的周边，就是对耶，我前阵子也有做周边，没有错啦，就是。做周边呢，确实是有时候会遇到那种就是东西印出来就是品质没那么好的情况，所以有时候还蛮看运气的。有时候如果比较衰，就会有一些东西不能卖。好耶，还以为没音乐是为了之后好剪辑，其实是这样，没错啦。你怎么就这样讲出来了嘞？你把我的秘密抖出来了，怎么会这样？哦天哪，对啊，其实一部分也是这样啦。虽然就是如果有放 BGM 的话，我也还是有办法去掉啦。就是常常有在剪片，所以出头作济，奇奇怪怪的钢骨作济，是这样没错。好年轻，吃到饱啊。但我现在好像也没办法吃到饱了。但是的确，年轻的时候比较能吃，年轻的时候比较有办法。原来这是小秘密。我就蛮喜欢保持神秘感的，所以3不5时就会偷偷藏一点小秘密这样子。刚刚说到那叫什么呢？那个叫浣熊跟狸猫的宗教战争，我们就再想一下。这感觉有点太不友善，好好笑。但我之后好像可以找机会，如果我们。因为前阵子有跟大家聊到，就是可能可以办一个什么类似台语怪物吗？就是抓一些抓吗？我又讲抓，对，应该要讲绑票，不是啦，就是邀请一些 VTuber 朋友，然后一起来玩一点台语的综艺活动，或者是来考一点台语，对，这样子的话好像蛮好玩的，所以一直有在想要不要办一个。就是台语的，可能可以分组对决。如果我们可以找到对台语有兴趣的一群浣熊跟一群狸猫的话，然后蛮好玩的。我们大家再看看以后有没有机会啦齁。我最近想做的事情真的好多所以有一些企划又要有点难产，又要再请大家等等了。早安，你竟然就听到绑票，太好笑了。有一阵子没看到了，这是我们的左鸟华，对不对？我应该没有记错你的名字，因为现在 YouTube 那个聊天室都只显示大家的 ID， 所以我应该没念错你的名字，不是没念错，我应该没记错。晚安啊，晚安，早安，早安还是晚安，不晓得，看你那边是刚起床还是什么情形？对，这算种族战争没有错吧？毕竟是不同科不同的生物嘛，那肯定算是种族战争的。
猫猫卡卡也喜欢吃到饱，因为是年轻人，也没有这样说啦，也没有说是年轻人就一定要喜欢吃到饱啦。对，可能有一些人就是比较不喜欢这叫什么资本主义，以及就是建立在资本主义之下的消费主义。如果觉得，因为消费主义好像还会造成蛮多的食物浪费的。对，就是如果你像如果有在一些食品相关的行业做过工作的话，可能会看到蛮多。像之前我自己在做咖啡店的时候，就看到蛮多食物的浪费的。对，就会看到那个可能吃不完、卖不完的三明治，或者是卖不完的各种蛋糕、点心的，就是只能把它丢掉，就会觉得是一种消费主义下的浪费。那这种消费主义下的浪费，在吃到饱类型的餐厅中可能是特别严重的，所以有些年轻人会秉持这个信念，就不想要去吃到饱。太好了，我又说教到了，好爽哦，最爱说教了。好，好突然，嘿。没有啦，借题发挥啦，这是考验 VTuber 的杂谈能力啊。可以点头像进去看名字吗？可以，但是我的那个马铃薯老师有一点过劳，所以我点进去看名字的时候要等他稍微跑一下，所以我在等的时候就还是要先凭我的印象把大家的名字记起来，这是考验我有多熟悉大家的时候了。对，如果主播记不得你的名字，现在可以把视窗关掉，躲在棉被偷偷哭。不用。如果主播记不得你的名字的话，也可以先不用把视窗关掉哦。就是你不把视窗关掉，也一样可以在棉被偷偷哭哦。你没有把视窗关掉的话，我还会多一点时速，谢谢。消费主义是什么？好左派掉，我又不是精英，你跟我讲干嘛？我只是卖弄一下我们就是听过的一些东西而已，不要想那么多。可以把讲精英的人编掉吗？可是他有扳手他有扳手好像编不掉怎么会这样？隋唐小考你是谁？你是0287，我刚刚有忘记跟你打招呼吗？真的假的？我刚刚有没有忘记跟你打招呼？天哪！对，因为那个跟大家聊天，跟来宾聊天的时候，就会有点来不及及时跟大家打到招呼，所以我真的蛮怕遗漏人的。然后大家如果有被我遗漏的话，不用客气，就可以再提醒我。对，我一定不会故意忘记跟你打招呼。对，人家躲在棉被偷哭，我还要蹭人家观看时数，至少我很诚实，好不好？对，就是把想要的东西讲出来，这是一个我觉得算一种美德。自己讲，好啦，讲太多了，那我准备好去捕捉下一位街头的好朋友了。好，那个跟大家讲，脸消微一下我们现在准备来赌下一位朋友。你好啊，好久不见。嗨。哇，你的声音好耳熟，但我好像没有看过你耶。请问你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吗？你是谁？那个各位贵安宝箱关门的女王，宝箱中最闪耀宝石塞菲尔10分请大家多多指教。各位贵安，大家好。你是塞菲尔哦？塞菲尔2.0的那个。哇，太美丽，没关系，我知道大家都没有看塞菲尔心意中的资讯啦，没关系的，我 I know， 没关系。不是大家如果有在看我的街访系列的话，怎么可以没看到啊？太过分了吧，大家。小时候扒过火车，塞菲尔小时候力气好大。你说我中？塞菲尔小时候力气好大哦，哇！你嫌我重？没有啊，你轻的跟羽毛一样。好的。我在你心中的分量就是这么轻，对吗？塞菲尔活在温柔的小圈圈，不会说伤人心的话。对不起，是我的问题，我太不友善了，一开始就问这种恶劣的问题，是我的错，请女王饶命啊！没关系啊，给点钱，塞菲尔就会饶了你了。塞菲尔很好说话。有钱就很好说话。好说话。好的。那请问你，那除了钱之外啊，就是如果有观众朋友想要支持你的话，他们还可以怎么样支持你呢？也可以帮塞菲尔委托一些新东西啦，毕竟塞菲尔2.0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不是算什么都没有，就是这个造型的还什么都没有。就是各位懂吧？大家懂吧？如果有
哦，对呀、如果有喜欢画画的朋友，就可以画一下我们这个新衣服的宝箱怪女王啊。有！我西装公布的时候，有人画那个预测图，好开心哎！哇，好开心，好开心。然后我发现大家都好会通灵，好可怕。新装预测不要放黑影了，大家一看就马上看出来有什么元素了，好可怕。不放黑影的话是什么都不放吗？我来改成文字叙述吧，改成文文字字叙述，自己想要把隔空抓药，自己猜猜看。自己猜，给他们更少的线索，更难的谜题。原来如此，好。突然想到啊，你是宝箱怪女王，那身为女王，你觉得女生生活中最困扰或最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我好难说这个哦，因为塞菲尔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吃过性别的亏。哦，真的哦。对，塞菲尔算是既得利益者，可以随时用这个“可是人家女生的这个方式来逃过。可以那个就是不想搬很重的东西的时候，就可以可是人家女生对不起，感觉好像有很多女性会面临的困境，好像就是塞菲尔这一种行为造成的。对不起，你是真的觉得很抱歉吗？可是就有的时候那个这个不排除掉，就是对。就是可能造成的后续影响而言，就是这个可是人家女生就其他人也会帮我按上去啊。在我那个这个很重的东西送过来，然后别人就会说这人就会跳过塞菲尔，直接去喊其他人来搬，他们不会。然后其他人说不是，为什么是我搬？我在忙不能换别人搬吗？那个塞菲尔不是有空吗？他就说可是塞菲尔女生你看她抬不动啊。哦。这倒是好像蛮常听到的，其实。就是其他人会帮我安上这个，不用啦，塞菲尔一看就是抬不动的样子，一看就是塞菲尔拿不动比游戏手把更重的东西了，算了。至少不是筷子啦，还可以拿游戏手把开台给大家看啦。好的。你觉得说，因为你是女生，就觉得你搬不动东西，算一种性别歧视吗？我觉得还好因为不用搬东西，算是我赚到。我只要有我只要获得利益就很好说话。对不起，只要你没有那么的想要证明自己。只要你有赚到就没关系。就是我没有那么的想要证明自己说，为了证明我还是可以搬得动，所以我去搬。没有，我就很懒惰没关系，至少你知道。至少你知道你是有选择就是接受这个歧视，是这样可以这样讲吗？我也不知道。我可以选择接受这个一些的这个标签，然后来获取这个利益。OK， 我可以接受这一丝丝的标签。我们宝箱怪的其中一个优点就是很诚实啊。多好啊！你看，跟你要200万，就是直接跟你要200万，没有在那边543的。你各位户头200万准备好了就可以转过来了。好，我没有，所以应该没有的事。好，所以我想想那有没有哪一句话最可以惹怒女性的？最可以惹怒女性我没有办法代表广大女性发言。但有一句话可以特别惹怒塞菲尔的，就是那个。塞菲尔算了，没用啦。感觉是针对你，可能不是针对性别呢。因为你好像跟我说你蛮常被这样讲的。有一种莫名的，你都没让我试过你甚至连让我 try 看都不肯。你是说搬东西之类的吗？对呀。所以你其实想搬东西嘛？我其实不想。但我没有那么想要证明自己，但一旦人家开始说塞菲尔那没用啦，算了啦的时候，我又会想要可以先不要把对我的期望放的那么低吗？我知道我希望你们放低一点，但不要那么低。那个假设我希望人家对我放的期望可能对常人是50，对塞菲尔可能30，
那我希望他可以不要先把这个期望放到10以下，这样就会伤心了。对，啊，那太伤心了，宝箱怪也是有心的。真的好难过哎。OK， 所以想要那个女王搬东西的话，可以用激将法，对不对？就说哈哈，你搬不动啦，还是你要试试看这样子。我会寄回去。你叫我搬，那是不是因为你搬不动？那你要不先试试看？你先搬给我看，你先搬啦，你先搬。结果还是别人搬了嘛。不，没有宝箱怪，没有都这样哦，是只有女王，她是特别的。人家女王呢？来了，又可以用这个了。人家女王呢？哇，你这不是人家是女生，是人家是女王，这没办法。人家宝箱怪女王呢？那你会骂观众吗？骂观众不太会。之前有观众问我说要不要那个开骂岛之类的，但我觉得那个塞菲尔骂人不太好，什么意思？不太会骂人。就是我希望我开骂岛前都可以请观众签署一个，不管女王对我说再怎么过分的话，我都不会告她的这个字句。可以先签这个字句，我再考虑。好。那就是一不最多小心就是那个骂观众说你们这不欠打打之类的，感觉大家会喜欢最多就这么狠，最多就这样。因为要是真的骂下去，那个不太好。原来是会省略掉骂这个动作，然后永奔。有道理耶，有道理。那你的既然会编人的话，是不是会有台规啊？你的台规里面有没有比较特别的哪一条台规呢？我去偷看一下我的图旗下面的关于怎么样，连我自己都没有记起来，我要看一下。没事，现在大家如果考我自己的台规，我应该也是答不出来齁。想不出来呀，会忘记耶，就是 key 过后就好，大概就这些吧。OK， 没事了。我的台规说松散很松散，说严格很严格，基本上就是塞菲尔的台规是塞菲尔在自己的台是第1位，所以不要在塞菲尔没有提及其他人的情况下讨论其他人，塞菲尔会嫉妒。看得出来，嫉妒这个词，我会嫉妒。然后不可以随便吵架啊，不要随便批评别人啊，不可以排挤别人啊。Ben 只会用 Ben 不 Ben， 塞菲尔说了算。说简单很简单，以塞菲尔为准。有道理。Ben 就不用再分了，就是用 Ben。对呀，那个没有必要塞菲尔要教育你们啊，没有必要塞菲尔要在那个苦口婆心的跟你们说，这个塞菲尔台规有说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我相信这一些事情会有其他人做，这个教育不在塞菲尔的这个部分，掌管的部分啊。这是女王的威严，有道理。那个观众来看塞菲尔的台，就要懂得自己那个体会一下嘛，就是自己像个人类。哇，有道理。我来问个，我觉得问这个问题好危险哦，但我还是问好了啦。请问你可以推荐一款游戏给其他 VTuber 吗？推荐一款游戏，你说让他们容易做反应的，还是那个一玩起来就是流量毒药的？好恶劣哦！流量毒药是流量会烂掉的那种哦。对，可以不要这种一玩下去流量再见。我原本想说应该要推荐那种虐待主播会累死或是吓死的。那种东西太多人推荐啦 ，Jumper King 什么的啊，什么那个叫什么？那叫什么推石头的游戏啊？那种虐待主播的市面上太多了。你不稀罕？我相信那就会有其他人推荐。你会玩恐怖游戏吗？有玩过一些，但实际玩过后都是那个，其实好像也还好的那种感觉。所以你没在怕的？有会怕，还是会怕。那个 Puppy Playtime， 我玩完第1章过后，后面几章再也不敢碰，不敢。我那个我也不敢玩我看别人玩我就快被吓死了。我玩第1章过后，打死不再去买其他章节。真的吗？给你200万的话呢？不是我给，观众给。那
次塞菲尔被吓出心脏病，他会支援这个医药费吗？我不知道他有办法帮你叫救护车吗？这可能没办法。对呀、但如果200万的话，我可能还是会玩，哦，会玩第二张。太好了，知道大家知道该怎么做。哇，说到200万，200万除了逼你玩游戏之外，好像还可以把你送上公车广告。你会不会想要上公车广告？好想要哦，好想要上上看公车广告啊！我最近还有看到推特上面有人是放到那个捷运的灯箱，好想要哦！塞菲尔也好想上上看哦，好好哦，好酷哦！捷运灯箱好像蛮多那种那叫什么明星艺人，可能他生日的时候就会有粉丝委托一个。对啊，好好哦，好好哦，火蛇应该也想吧，好好哦。我觉得那个钱可以粉直接给我也不错啦。居然，居然非常的现实。是宝箱怪都这样吗？应该不是，只有我们。我们这边不代表所有宝箱怪的立场，但塞菲尔是所有宝箱怪的这个模范。好的，我是那个盖饭，不是，我要把自己变食材，我不能讲这种话，他们会太开心。啊，对，我才听火蛇说你们观众都喜欢把宝箱怪当食材，真的是。对啊，我的观众超坏的，你小心了，他们等一下就。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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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no good， 背的，安尼派，安尼派，安尼就派。对耶，我是不是很少跟你特别用台语聊天啊？是不是？我觉得我台语进步了很多，应该吧？是因为我的关系吗？可能不是，应该不是，应该不是，好的，应该不是。因为塞菲尔身边没有会说台语的人啊，讲台语纯粹就是为了让观众听塞菲尔讲莫拉讲 cycle 的时候，不会跟塞菲尔说那个 cycle 不太对。对啊，不是蒙拉减 cycle 吗不是 cycle， 是那个吧，比较怎么说呢？精神状态不太对。疯疯癫癫的那个。那你有试过在公开场合讲台语吗？有的时候会讲出一两句，会不小心蹦出一两句，但后面就没有。哦，直播也算公开场合，对不对？有会在直播的时候不小心蹦出一两句，然后大家都听不懂，一定是他们的问题，一定是他们的问题。一定是他们的问题。那个一两句是什么？是脏话吗？还是不一定？没有，塞菲尔不太喜欢开台骂脏话，不管什么语言的脏话都是。就是会有，那可能会说哇好厉害，哇塞之类的，但那个太激烈的语助词，塞菲尔不太喜欢讲。对，塞菲尔希望营造自己的台是一个合家欢赏的感觉。皇族要有皇族的那个仪态。那倒是。优雅，elegant。我很好奇 ，elegant 吗？好 ，elegant。我很好奇，你觉得台语脏话跟中文脏话哪一个比较脏？我觉得都脏脏。都脏脏。好，这是皇族的那个。都脏脏的嘛，就是说那个脏脏的话，会很容易被那个会被骂说那个会被拉到某个角，会被让我想到之前我跟那个宝箱怪钱国皇，就是塞菲尔爸爸，一起出去外面吃东西的时候，我一个不小心骂了个脏话，然后那个塞菲尔爸爸就很语重心长的说：“哎，塞菲尔啊，女孩子家家，你觉得讲这种话好听吗？”好有压力哦。真的，再也不敢。你那时候真的直接哭哦。我直接哭，我直接很不需要，就不小心的，对，然后就一边哭，然后一边吃那个麦当劳的薯条，一边特别咸，特别咸哦，这薯条咸咸的。原来如此。所以从那之后你就都不讲脏话了？很少啦，很少。至少不能被爸爸听到。
对，就不能被家人听到。哦，原来如此。我是突然想到，就是我最近有一个系列，就是叫做台语到府家教，就是我去其他 VTuber 朋友的。啊，我有看过，你会想要？你有教一个人那个抬蟹物的那个，为什么只记得这个？对，是没错，那他要求的，人家要求的，不是我的问题。还有那个讲情话的，你为什么不先讲情话的？不是啊，塞菲尔在推特上面看到的就这2个，不当的也就这2个，果然大家会先记得比较特别的嘛，都很特别啊。是没错。这不是这2个风格天差地别，真是的。都是主要的赛道都是台语嘛，是没错啦。好啦，就是我觉得台语当然是可以用来讲，你要说很优雅、很文艺的也可以啊，你要说便的当然也可以，语言就是这样子嘛。那你会想要我去当那个宫廷的叫什么？宫廷的教师，首席台语翻译学家。你有兴趣吗？不好塞菲尔的国库一天一天空虚，为了2.0过后就没有资格再委托宫廷的什么人了，我连宫廷会师都养不起。所以你的宫廷现在空空如也。对啊，就塞菲尔一个人苦苦撑着，加油啊，塞菲尔，你可以的。加油啊，塞菲尔，你可以的。加油啊，塞菲尔，你的存款还没烧尽。国库还没花光光。好。所以你有看到我有教别人用台语讲情话？你能就是在至少可能你看到这个直播之前，你能想象怎么用台语说情话吗？我不知道可能唱首歌要给人家吧。我的青春给很领导，我的笑脸的那一首。你会唱台语歌？一点点。谁跟塞菲尔说塞菲尔你会什么什么？塞菲尔都只敢说一点点。一点点。你会开台？我会读书，还会写字。好，在一个应该要有基础教育的国家里面讲这个，我会读书，还会写字，然后很自豪。没有啊，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读书的习惯啦。对吧？对吧？我就没什么在读书。漫画书也是书，那可能有哦，是吧？漫画书也是书啊。书的定义是什么？是一叠纸，然后装订成册的东西嘛，对吧？所以就算只是翻翻笔记本，那我觉得应该也是算看书。所以看菜单也算嘛，对吧？那我蛮爱看书的。有菜单会变成一整页的吗？不对，一整本的吗？好像有看过。好像有那种。有一些不知道为什么菜单就要弄得很厚才开心的，那它就是有好几页，一定会有什么香煎蛤蜊、左白酱意大利面之类的，然后下面要用很 fancy 的字体写一串看起来很厉害的英文，有道理。然后旁边价目200的，200、300，那算还可以负担得起耶。已经200、300已经是还可以负担得起了。就是如果有人帮我出的话，就可以负担得起。如果可以那个好要到饭了，就是吃得起。对。好，那我们最后想要问，最近有什么想要宣传的事吗？完了，我的2.0已经过去了，没有什么想要宣传的。完了，我现在把这个状态弄得这么尴尬，是不是没有资格做宣传？不会啦，我哪有这样子，我才不会。是不是要被剥夺宣传的权利？我像是这种人吗？我这么恐怖吗？那你立一下字据。人家是女王我哪敢啊？
立一下这句就是立一下这句就是塞菲尔可以在这边宣传，哪怕他要开的台是等一下可能10点左右就要开起来的台，也还可以对宣传。对对，你要唱歌对不对？对啊，我要去每个月更新一下观众们的耳膜。塞菲尔每个月初有统整大会，月底有练习歌会，就会用练习歌会的时候帮大家把耳膜更新一下。是那种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的更新吗？哎，对对对，他们要自己自备耳膜，要用那个，哪怕塞菲尔唱的再怎么的，不尽人意，他们还是要用温柔的眼光看着塞菲尔说好听，然后那个头破血流了，还是要比出大拇指的表情说哈好听。也太有画面了吧！我希望来听塞菲尔练习歌会的观众都可以有这个体验，就是如何昧着良心说好听，或者是那个我真的觉得很好听，但塞菲尔自己说那个我们要假装这个是不好听的状态下，那我们还是要说好听。特殊的play，反正无论如何说好听就对了。对对对对对，每隔30秒就在聊天顺便刷一个啊，塞菲尔唱的真棒。啊，请问等一下的歌单会有台语歌吗？不会的，塞菲尔都是想唱什么就唱什么的，没有、哦没有先把它下载下来，就会变成那个在 YouTube 上面找，然后每个配乐的音量都不一样。哦，但没关系，就算每个配乐音量都不一样，你们都知道，只能说好听，好不好？对对对，你们就算耳朵坏掉了，也只能说好听。囡仔人莫问遐济，叫你讲好听，你就讲好听，废话莫伤济，安尼啦。对对对对对，对，我说的女王很有气质，不会这样讲话，好不好？我嘛是会要讲啊，莫问遮济，就讲好听就好。太好了，有机会当大家，当没有当当当当当，有机会当宫廷教师的时候，来教你怎么那叫什么呵斥观众，好像也可以哦。呵斥观众怎么说啊？骂你们都笨笨吗？哼，你笨笨，你也笨笨，你是小笨笨，这样吗？这感觉有点太宠溺了吧？大笨笨，还是很宠溺吧？好吧，没有，他都喊人家笨笨了呢。啊，这就是那个嘛，这就是温柔乡孕育出来的贵族。我在温柔小圈圈，好唯一会用的啊，最伤人的应该就是这样吧。哼，废物，明明就可以嘛，太残忍了，会不会太残忍了？不会，不要至少痛痛，至少我这边的观众超喜欢这种的。会不会痛痛？不要痛痛，对不起。哇，好的，那就先跟你说再见啦。先跟大家说拜拜。让女王先去准备歌回啦。谢谢大家，希望下次可以在一起玩。好，好耶希望哪天就一起玩那个要互相对谈才可以解除炸弹的那个，然后你全程用台语，塞菲尔就会听不懂你在说什么，然后爆炸个600遍。说得好，一定要玩这个，我马上写下来。我真的会找你玩这个。我正在写。那你不可以用心灵跟塞菲尔发邀请而已，你要实际的跟塞菲尔发邀请，你不可以我已经写下来了，大家都有听到。不可以学塞菲尔只用心灵发邀请。我行动力很强的，真的，一定。一定吧，知道吧？反正被炸是你被炸，我负责看那本嘛，那没问题。炸熟了就有宝香肉可以吃啦。没有，宝香怪不能吃，宝香怪不能吃，不能吃，天理难容，天理难容，强烈谴责，这是迫害，司法不公。是的，好的，那我就先让女王去准备歌回吧。对，不好意思，那谢谢个好像影响到后面的时间了，拍谢。不会。那大家拜拜，那我们就下次见啦。下一位来宾也加油，拜拜，拜好拜。好这个好啦，还是强烈谴责啦，不要吃宝香，好不好？宝香不是宝香怪，看起来有肉吗？整颗都宝香还要吃哦？你们的那个牙齿是有点太健康，是不是？好，
那等我一下，看一下我们等一下还有什么样的新朋友呢？哎，先来跟大家打招呼。我们刚刚好像有一些新朋友加入聊天室嘞。我很怕有就是 miss 掉谁，如果我有 miss 掉谁的话，都可以跟我说。刚刚是不是有豆浆？我跟豆浆打招呼吗？我该不会没有跟豆浆打到招呼吧？那个好像有点久以前呢，抱歉豆浆，我不知道豆浆还有没有在看。对，然后我们还有社畜1号，晚安啊，欢迎你来看，欢迎你来看，以及我们的西雨，西雨晚安，欢迎你来。豆浆还在啊，太好了，不好意思，我刚刚看到你的时候，记得先给你扳手，但是来不及跟你打招呼啊，然后来看一下，我等一下去哪里遇到下一位朋友嘞？不是，我真的有帮塞菲尔宣传他的，那个我在 Shorts 里面有把他宣传那个 2.0 的部分剪出来，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看？大家等一下，如果迷宫饭是恐怖动画，没错，这个对宝箱怪来说超级恐怖的，简直是 B 级，那叫什么血腥片，那太残忍了。这个小朋友跟大朋友都不可以看啊，对，即便是大朋友也不可以随便看这种危险的东西，好不好？我们要有一点那个啦，我们要知道哪些东西可以看，哪些东西不可以看。好。那我们就准备到下一个地方来看看下一位新朋友吧。等我一下，我的背景啊，好的。暗安，你好，好安。哦，午安，你那边是中午啊？午安哦，安，对你来说算下午是吗？对，我的打招呼方式。啊，原来如此，哇，这个我们是第一次聊天，所以可能我的观众也许没有很认识你，可以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好，大家午安，晚上好，我是东湖白煞，是目前在电台浑水摸鱼，现在算是浑水摸鱼吧。你都怎么浑水摸鱼啊？就是不务正业。哦，哇，既然你都说到浑水摸鱼了，你有没有装忙然后被俩包的经验呢？我可能有睡觉被人家关切的经验。你直接在工作的时候睡觉啊？就是我直接开一个哄睡台，然后全部人都在看我。对，你说你听别人的哄睡台，然后你就睡着了吗？算是我自己开，然后大家关注我，看着我睡觉，听着我的打呼。啊，你的哄睡台是打呼声？没错，我有开声音。好酷哦，好特别的。所以大家就等同于是在看 Discovery， 看那个老虎的生态哦。没错。你是说吼安虎安？我耳朵真的不好哎，原来如此。对，没事。我那个有点。我通常都会用虎安，大家虎安，然后人家就会你是在讲晚安吗？还是你在讲下午？所以我不是第一个。对。我来问一个可能有点私人的问题，就是请问你的左右的头发里面是还有一对耳朵吗？还是就只有头上的？左右头发吗？对呀。是耳朵啊。没有东西了，就里面没东西了。好，我们还是问一点正常的问题好了。突然不知道要怎么接。怎么有人我也有点紧张。第一次能跟到我们的火蛇前辈联动吗？图代。我也没有算前辈吧。我也没有特别优秀，还是怎么样？对，不用这样。
怎么有人说原来不是冰淇淋吗？你会被当成食物啊？这个呢，先给他送600，送600，好，知道了。还没有啦，没有啦，因为那时候有一个看我们像生活当中有什么食物，然后就有我家的观众跟我说，你很像那个小美，还是那个甜筒冰淇淋，因为我的衣服还有我的肤色完全符合。好，太友善了，是没错。你会，而且那时候我把它发推文，就是那个图片和我的例会放在一起之后，就发现，哎，怎么好像好像一样哎。哦，所以这是因为既然是你自己发的，所以算是官方认证的是吗？没错没错，我认证了。好，对耶，这样我突然想起来，我也是觉得我自己长得很像薄荷巧克力冰淇淋啦。哎，那这样也是可以官方认证的咯。也算官方认证，没有错。哦，啊，你平常会吃冰淇淋吗？会啊，可是我比较喜欢吃剉冰。哦，你们喜欢吃剉冰哇？那你吃剉冰都会加什么料？这个又可以赞了。哎，我是比较喜欢加仙草或芋圆那一类的。比较那如果说要豆类的话，应该就是绿豆和薏仁吧。哦，薏仁我也蛮喜欢的耶。哦，对了，真的吗？对啊，那像我来为让观众知道，我说不定也是个薏仁。好，对不起，我的肤色又不像。谢谢，也没有不像吧？啊，肤色吗？好吧，肤好，色，肤色。哦，好。你知道绿豆是哪里人吗？绿豆哪里人？绿豆是嘉义人啊，绿豆嘉义人。太好了，我学会了一个冷笑话。你喜欢冷笑话吗？没有，有些冷笑话真的会戳中我的笑点，但我不会讲冷笑话。啊，所以你是想要就是变得擅长讲冷笑话这样子？我喜欢听别人讲冷笑话，哦，但如果戳中我笑点的会，假如说观众讲冷笑话戳中我笑的人，会让送他下去。啊，这个标准是怎么回事？讲的太好了，送你下去。对对，这是惩罚还是奖励啊？还是你在你那边奔600是奖励是不是？没错。哦，原来是这样。城里人比较会玩呢、我比较不懂。哦，好啊。哦，讲到冷笑话，我就想到还有一种是土味情话。请问你会讲土味情话吗？我那个要叫土味情话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样算是土味情话有时候我讲不知道是讲，有时候讲出来的话，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你说讲完之后，其实你也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对，还有这种事情。那你会就是对你的观众开就是台词回或是之类的，可能骂倒也好，或者是就是情话，还是哄睡不算。我们知道哄睡你的比较特别，对。啊，骂倒吗？会吧。哦，所以你喜欢骂人？对，我喜欢骂人。在我生活当中，我不能骂人，我们要保持诚心。但我好想骂人。所以你就是把平常那个压抑住的想要骂人的渴望送给观众。我们由观众提供给我让我想骂他的理由。有人想要被骂嘞，是出1号在讲骂你骂我了。他已经骂到麻痹了，要换个人。换个人，好，那太好了。有一位观众有提供一个那个冷笑话，你听听看，决定要不要骂他啊？是他骂的哦，不是我骂的哦。请问腊肠狗的英文是什么呢？腊肠狗的英文
要叫哈豆吗？他的答案那是，是热狗，对不起。对，他的答案是 dog。这么长哦。这个人看他文字比较好笑，就是他 O 有很多个 O。哦，好吧，没有戳中我，不能领600。戳中才能领600。还是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要挑战，就是戳中你，然后我自己可以领600。你知道，一只老鹰是 eagle， 2只是2个。啊？哈，一只是1个，2只是2个。好吧，可能啊，不今天用，我好，我连600都领不到了，我们还是问正常。有人在哭说不好笑，没被 ban 掉，难过，好吧，好吧。那你最喜欢的冰淇淋口味是什么呢？ Oreo 怎么感觉跟你长得牛很像？奶，哎，然后600。啊，这样反而可以吗？反而这样可以600吗？哇，好特别的可以啊，点只要有呛我的都可以。哦，原来是这样子也哦。这样算被呛吗？我觉得这是另类的有点骂斗吗？算吗？好像算哦，好像可以算哦。那你吃冰淇淋会用甜筒还是杯子呢？甜筒吧，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没有，就纯粹甜筒好吃。就多一个甜筒可以吃就很快乐对，啊，有道理。我也是，我都会去buffet那边点甜筒冰淇淋，然后就是拿2个甜筒。哦，就有加倍的饼干可以快乐一下。对，但是后面吃到会好干。啊，对耶，真的耶，那个单吃还蛮干的，对，所以都要再去挖一次冰淇淋。好快乐哦！怎么听起来就很快乐？学会了，我下次可以试试看。请问你会看 BL 吗？没有，怎么？我一脸长得很像有看过 BL 的样子。我觉得这蛮难说的，但是我觉得男 V 可能都我不知道，也没有说都，但是我发现蛮多男 V 都会遇过一个情况是被抓去跟其他男 V 凑 CP。请问你有遇过这种事吗？哦，好吧，我有，我常常被某位餐酒馆老板抓 CP。你对此要就是抗议一下，或是送人家600吗？这个可能不是送600就可以解决的。真的假的？这要永 ban 哦？没有啦，没有，这可能会先被我敲两拳。哇天哪！啊，你的台规有禁止凑 CP 吗？我台规没有禁止凑 CP。哦我台规有禁吗？没有吧？其实我有点忘记我台规照抄别人的。哦，这可以讲哦。啊，那你之后会考虑新增这个台规吗？不会啦，我觉得他们凑开心的话就好了，我也没差。顶多就是被你灌2拳。对啊，反正他们也想要被我灌2拳。好吧，这都是他们的，怎么都是他们在爽，怎么会这样？这是福利，对他们来说，这是有点奇怪，我知道。哦，我们还是先尊重。还是我用台语来问你一寡问题好啊？好啊，无问题啊。互大家听你讲食台语，请问你敢要食鸡排？会啊，你袂歹叫。啊，你食鸡排会压啥物粉？你会压胡椒，还是梅仔粉，还是？我会用胡椒就好啊。哦，你敢有食过梅仔粉的鸡排？有食过，但是迄口感无好食。哇，哇，哇，安尼无好啊！阮那不是朋嘛无友。啦，嘛无啦。食物件尔，免冤家啦。对袂？食物件免伫遐
每年占南北。嘿啊，安尼你若食火锅，敢会当啃蚵啊？诶，我会啃蚵仔，哦，好个无好啊。佫无好啊啦。哈，安尼是爱问迄个较刺激的，请问你讲迄个南部的粽甲北部的粽，对一种？嘿，这一定会冤家。这一点冤嘿家吧？来，你讲看卖。啊，我是感觉南部的粽好食。啊，水，诶，袂冤家袂冤家啊！阿秋，嘿阿舅，这个会当骂到啊。嘿，北部的，就是油饭，莫伫遐加鲜。对啊，我讲的， 3D 油饼，看你对啦。哦，伊嘛有讲哦，好，哦，咱两个做伙承担吼。诶，离迄个火市的迄个台吼，迄个有讲毋对的所在吼，请见谅啦。其实是讲毋对的所在，拢是我的问题，我计是要讲这個。哦，无。哦，啊，你敢有食过菜粽？有啊，啊，你敢有介意菜粽？菜粽还好呢。哦，好，不要紧，上无你支持南部粽，咱还是朋友。嘿，无毋对。无毋对，南部粽才是粽哦。你安尼讲北部的可能等下就退订啊，退掉，等下退掉。我讲笑，请大家饶命。甲在遮用中部的较济啦。哇！好啊，咱继续讲一寡食的物件好啊。请问你食熟胖的时阵，敢会食伊的迄个边？你是有特别介意哦？无特别介意啦，就是颠倒无迄种边的，我袂爱食。你会感觉怪怪的啊？对，得欠一个口感。啊，我嘛是安尼想，我是有介意迄个边，较有味啊，较有迄个，就是口感无毋对。无毋对。啊，佮加香香的。哦对啊，香香的佫较香。系啊。请问你敢会啉？有人讲你的南部粽的椰梅仔粉，它有可能？喂，南部粽我会人豆油糕啦，甲咸椒酱，我是袂去人梅仔粉啦。应该是无人，较无人会安尼食啦吼。会当后家试看觅啊，看会食歹腹肚无？应该会哦。你头仔讲到豆油糕，请问你的豆油糕是毋是爱是甜的？甜的哦，我是较爱食咸的。啊好，好，佮无朋友啊。短迄个偌久啊？13分钟的友情就安尼。无啦，食物件尔啦，免安尼啦。过来问愈来愈重我会当改要。口嘛，我会当改口讲。会使，当真会使。免啊，继续阮的感情。无免安尼。你敢会啉咖啡？会啊，我会啉咖啡啊。可是，但是我嘛是照困的。但咖啡对我来讲，应该是免疫啊。我嘛是，有影已经无效啊。就是啉好，要安怎讲？啉家己欢喜。啉佚佗的。啉佚佗的有影。哦。你有敢有较爱对一种咖啡？比如讲，有的人爱迄个美式的，有的人爱拿铁啊，还是啥物的？我无差，我拢爱啊。哦，你拢爱。哦。嘿。原来。无甜甲有甜拢会啊。哦，无遐经食就对。对啊，我啥物拢嘛会当食，苦瓜袂当食尔。哦，无咧食苦的。系啊，无咧食苦。我嘛是无法度食苦，苦瓜我真正无爱。安尼阮好朋友。真正好朋友，大部分拢迄个口味拢有接近。安尼赞。有影。你
台语咧嘛是讲甲足顺的呢。请问你平常时敢有定咧可能伫厝内，还是伫啥物所在有咧讲？平常时哦，平常时有啊。哦，你敢会伫一寡公开的场合，比如讲，可能你家己的放送直播，敢会讲啊？除非我有开全台语的台，哦，你有才会讲。哦，啊，若平常时除非咧甲人交的时阵，才会。啊，理解理解。对无？甲咧甲人骂的时阵，爱用台语，较有感情啊。有影呢，足侪人拢会安尼讲，连我家己嘛是，就会感觉讲用台语来交的时阵，较交会出来。无毋对，你著故意交的时阵，人会当做你囡仔人。嘿，感觉怪怪。那小朋友咧玩 gay 咧。所以你讲即摆的少年人，还是即摆的囡仔人，敢有较袂晓讲台语？目前我拄过，那个会晓讲啦。哦，水呢，因为我拄着的拢基本上较无法度。安尼讲，我可能住伫对，应该大家拢清楚啊。感觉呢？虽然有的人是感觉讲迄个南北有差，啊，毋过我感觉嘛，有的些人听开口可能听会出来。啊，嘛是讲迄个逐个所在的开口无共吼，可能腔嘛无共。对啊，但是若要向人讲台语，有诶时阵嘛是爱想一下。哦，对，我家己嘛是。有时有诶物件向要讲诶时阵，还是爱想。有人问讲你敢毋是住动物园？敢安尼？我住动物，无啦，我住山顶啦，我住山顶。顶吼，嘿，对，有诶人有时讲啥物好，还是啥物，你就讲好伫山内啦，好。嘿，有影，有影啦。你敢有法度用台湾话来谈情说爱来讲情话咧？谈情说爱讲情话哦，我对你的感情是永远的。哇，安尼算吗？安尼算吗？我感觉有哦。哦，哇，后摆咱开看觅台语的这个做啥？恋爱节目吗？系啊，有的人会有啥物男朋友大事即种诶。爱来甲迄个遮个男朋友还是女朋友来迄个探解一下吼。无得甲，安尼哪会变做那像阮是咧走庙口诶？毋过我感觉袂歹呢，我感觉你的台语真正是会互人要安怎讲，一直足想要有迄种庙口恁那诶声。我会感觉讲会讲是，就是足纯正啦，足纯正诶。听了袂痛苦就对啊。你要安尼讲嘛是会使，就是有的人是真正较无机会讲，所以讲起来就较无遐顺。对，啊，你是完全是听起来就足舒适诶。哇！头拄仔你的朋友顶一个来宾嘛是会晓讲台语啊。系啊，我感觉有足侪人嘛有其实参加我的节目过。水呢，我有时间爱来报一个。因为我感觉有真侪人其实是会晓讲，啊，较毋敢讲尔，所以大家是会使加讲看卖。对啊，这是算阮台湾的台语，母语啊。系啊，有影。今日真足感谢，就雄甲你访问，感谢你来甲大家分享。啊，重要的问题是，你最近敢有啥物想要宣传的物件？宣传哦，即马是较无啦，即马是较无啥物物件要宣传的，但是我若有迄个
有计划要做明年的周边。哦，要来出物件，要来卖啊！嘿啊，好，安尼就算是先宣传明年的。明年的宣传团，哦计我的生日的物件啊，可能要等到明年的7月遐，所以会当期待一下。啊，毋是7月半啦吼。OK，是新历的啦，毋是旧历的。对。哇，安尼好，我有甲，请问我若要用台语甲你叫，我要安怎叫较好？叫你你若要直接讲，就是白刷。敢会伤青分？袂啦。我来叫你白山兄好啊，敢会伤奇怪？白山兄听起来足斗阵的呢。安尼咱就行即个风格嘛，袂歹嘿。咱即个白山兄吼，伊的即个连讲可能会去演出什物角头啥。会使啊，即摆我看有的 VTuber 嘛有咧，算是咧做戏，搬啥趣味的，搬佚佗的嘛有，有机会会使啊。迄讲大只猫啊，迄等下会去领600哈。OK， 我有互你骗钱呢，所以你其实会当直接甲伊处理掉。哦，是吗？好，我连讲若看伊先处理掉。我听起来愈来愈像迄个啦，真正是咧走社会，毋是安尼。讲处理掉就处理掉，哎呦！访问，着一个迄个有咧走江湖的救人哦。好啦，就是好，回头就是我有甲白山兄的即个频道即个网链啊，即个连接有放伫迄个算是置顶的底啊，所以大家先去订阅吼应该底下应该当找着你的 Twitter 吼，安尼就知影明年迄个周边出来的时阵，爱去甲交关一下哈。感谢大家啦而且个嘛感谢阮的，我要安怎甲你阿慧嘛阿慧兄，哥兄，哎呦，慧兄，感谢我的哥兄来甲我邀请啦吼，这我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啦，万事如意啦。这若上庙会，要最后要讲的只的迄落啦，阮的白虎公用可能20年后会出宫啦吼，希望大家来迄落来有一寡担一寡香火钱啦，愈来愈有迄个气氛啊哦。安尼，搁再感谢，真感谢你今日来甲大家讲台语，讲了足欢喜的，上无我足欢喜的啦，大家应该嘛足欢喜啦。大家希望听有就好啊。不要紧，听无就问开讲室，我有真侪观众朋友拢会当斗解说，然后大家免客气。安尼咱感谢大家，感谢，安尼咱就后回再过来开讲。OK， 无问题啊。好，多谢。哇，足好听的呢！哇，因为今仔日真正是我头一摆甲白山阿兄，真正叫伊阿兄。头一摆甲白山就是通电话，伊的台语真正足好听的呢，大家应该嘛有感觉吼。真正是搁熟悉到一个会当做伙用台湾话开讲的好朋友啊！水，真正足欢喜的。大家应该都听有啦吼。不，这个好像中文讲就是大家如果我讲台语，或是就是我用台语聊天，大家如果听不懂的话，就是可以不用客气哦，可以直接用中文在聊天室问一下。因为如果是像今天这种联动的时候，比较来不及及时跟大家就是说明或者是聊天的话，
就是聊天室里面蛮多我的常来的观众朋友都可以帮我解释一些台语的部分的，没错啊，然后来跟刚刚加入的新朋友打招呼，希望我没有漏掉谁，我万一有漏掉谁的话，不用客气，直接跟我说。对，那社畜1号，我是不是还没跟你打招呼？社畜1号，晚安，欢迎你来。你好像很了解怎么得罪老虎哦，谢谢。然后以及阿酸起床啊就阿酸阿蛮欢迎，客气无啦，我敢无客气？你这台语讲甲足好听，我真就平常时就足爱甲人用台语开讲啊，啊，就毋是讲逐摆拢有机会，像讲就是有缘，真正是有缘，就是拄好我有咧，就是做这个访问。啊，拄好有互你看到，算我运气真好，就才有机会甲你来开讲者，真是我趁到，好啊，毋对，你啥物武将？你是武将哦？你平常时拢咧拍虎是吧？干嘛呢？你拍虎，我感觉拍虎足危险的啦，毋好拍虎啦，拍虎就有的好是迄个呢。有的好是保育类呢，我是毋知影咱白山兄敢是保育类啦。啊，你若四界黑白拍好，啊拍到一个保育类的，你就好啊。你就要安怎讲？你就迄个赔钱，就赔甲迄个，赔袂了哦。大家要注意，毋好黑白拍好。拄着这个 VTuber 主播拢卖黑白甲 VTuber 欺负啦 ，VTuber 已经做歹名。逐工做辛苦咧做节目，莫甲 VTuber 欺负，莫甲因摕去做这个假食，不要把主播当食材，好不好？好，不知道我们等一下还会遇到谁嘞？好期待。好，那我们就来准备访问我们今天的下一位来宾吧。那我们 Go Go。嗨，晚安啊 ！Hello， 你好啊，初次见面，你的帽子好酷哦。我们来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耶。没错，就是那个精选的一个非常想说，现在晚上我们有点夜景的气氛，好像还不错。是的，平常待公园比较多。对，公园吗？对。你是说，就是如果 VTuber 的收入不太够，可能就会需要？对，毕竟就是做个马戏团嘛，就算没有一个房子，也是有帐篷的。帐篷怎么感觉真的有点可怜啊？不会啊，有可以遮雨，有没有？然后又收得很快，被巡查的时候都可以马上撤，方便。经验分享哦，我的天啊！那你好啊，就是我们是初次通话，然后可能我这边的观众朋友也对你也许比较陌生，可以请你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吗？大家好，我是西奇，是来自异世界马戏团团长，我才会杂耍妈，我上电视了！妈，他上电视了！对啊，大家如果就是有在看 YouTube 的话，现在很多电视都可以直接看 YouTube 哦，可以让他上一下电视，好不好？拜托了，让家人一起来看呐，让家人一起来看，对，合家观赏，肯定是合家观赏的，肯定的。好，那就介绍完了，对不对？对。好的。那想想啊，请问你平常会养嘎吗？没有呢。因为毕竟是有女友的人你有公开？我自己就有一个规则是不可以凑异性 CP， 但是可以假 CP。那你有被凑吗？感觉大家都很没有去硬凑我跟谁耶。但是我自己会拍一些假的短片，之前算是服务，就是比较喜欢 BL 的观众这样。但是我有点不太确定，我这样算是服务还是消遣？就是我好像没有真的很到真的有那种 CP 感。
不是真的让人有那种他们在谈恋爱，不是那种感觉。哎，对，我觉得偏搞笑比较多难道是因为你有公开你有女友，所以大家比较克制吗？啊。原来是这样吗？那但是有女友也可以有男友啊，一夫一妻啊。对啊，那你知道吗？我也有公开我有女友，但是我的观众照三餐在那边。那我有允许啦，我有允许。啊，那你的 CP 是方便透露吗？不止一还是对，都会有？比较多是跟我的好朋友伊犁，我们真的只是很好的朋友。伊犁颜色也很大啊，颜色也很，你说加起来刚好是那个吗？Eva 初号机的颜色，对啊，紫色跟绿色。就是因为 Eva 初号机吗？太好了，很有品味。什么叫太过分了？算我一份？什么有人想要被一起凑 CP？那我问你哦，如果我说如果，我是说如果，就是如果我的观众把我跟你凑 CP，你会觉得 OK 吗？我觉得要看谁是攻谁是受。那你要所以你只能接受自己是哪一个呢？我的后面的禁区我应该是攻吧，可是我好像没有很攻。是吗？我觉得还好啊。对吧？对啊，我们不是合家观赏吗？好吧，我们还是尽量不要超出合家观赏的范围。我的问题。好，我们拉回来，请问你觉得VTuber 适合跟 VTuber 交往？怎么接在这提问后面好像不太对，但好，好像不是不行啊。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没有，就是毕竟就是要社交啊。然后，如果是一般不懂这个环境的情侣的话，可能会很介意说啊，你怎么都跟那个谁聊那么开怎样的啊？加上最近感觉有很多这类的新闻，虽然不一定是 VTuber 的。这好像一直都很多呢，大家都喜欢就是在这种议题，就是这种事情上特别会关注，然后会放大。对，就是什么都是伏笔，什么都是暗示，这样子。对，大家最喜欢找线索了。那我们来问个更刺激的，你觉得 VTuber 适合跟观众交往吗？我觉得不行呢，因为崇拜是最遥远的距离啊。但是要看他们经营啊。如果像那种像超级英雄也有分那种美国队长跟蜘蛛人嘛 ，Neighborhood 那一种，如果要是 Neighborhood 类型的，搞不好就可以了。但是就以一般可能当 idol 那种感觉啊，真的最遥远的距离，就是虽然说很贴近的感觉，就是他跟我互动很好，可是会不会是我们都是美化过后的这种很好呢？就是我觉得崇拜会造成这种状况，就是有套一层滤镜这样子。对啊，还蛮有道理的。所以你是有公开你是有女朋友的？我有公开，但不会特别讲，毕竟女友是女友啊，我还是要做我的频道啊。对，好像常特别讲也是蛮奇怪的。对啊，就很像是他又在秀呢。然后走了，我们回山洞了，会不会观众是这样？好像会哦。那如果你的女朋友每个月会有一天变成狼人的话，你还会爱她吗？等一下，这是什么毛色？什么毛色？天哪，毛色顿开不是？好烂哦！你要选毛色哦，所以有些毛色可以接受，有些不行。浅色我感觉可以，像那种草原狼。白色还不错啊，还不错。但是他会吃邻居哦。
没关系啊，我也没跟李军多好啊。好的，好的，好的。那黑色不行，黑色还好哎，怎么感觉？对，黑色还好。就因为是黑色，所以对他的爱就少了一点。我怎么觉得不太对劲啊？这个不，每个月也就一天，没关系啦。就一天嘛，对嘛？这样，其实月经来的时候也会觉得爱少了一点啊，真的假的？会这样哦？就是情绪方面会比较要去承担，对，哦会有这种感觉。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哎，那你在女朋友月经来的时候会特别做什么事吗？哎，我还真的没做什么事哎，他就是会照顾好自己。哦，所以她还蛮就是习惯自己照顾自己的。对，嗯，原来如此。那你会不会就是我不知道啊，有些人好像就是会阻止对方吃冰的之类的，就这种你也不太会特别去干涉对方嘛？可是他都是大人了，他想吃有道理让他吃吧，我也没有，他也没有阻止我熬夜啊。VTuber 平常都在熬夜，对不对？对啊，那我很想问这个问题，请问你平常都几点睡啊？啊，3点。哦，跟我差不多哎。哎，VTuber 那真正常。对啊，那你是几点起来？但我最近生活习惯有一点改变，我以前都是3点睡，我现在大概2点就睡了，感觉就是初老啊，变早了。我也有，我最近吃晚餐，然后淀粉困，就可能8、9点就会睡一场，然后再就是突然可能11点醒来，结果就耗到3点才睡。哦，所以是因为就是有先睡一下，所以起来就会特别就是有力气，就会撑比较晚，啊，不是，单纯是淀粉困，就是就是就是会倒一下。这个年纪，只有淀粉可以让我晕了，天哪没有什么晕船的。天哪！好，OK 啊，哦啊，你都啊不对，我先回答，对你刚刚是问我几点起，对不对？对啊，啊、我大概我最近好像都10点起来，那还行啊。嗯，对啊，最近有点因为我是爬不起来，所以都会睡到8小时。那很健康，很健康。哦，难道你不健康吗？我可能8点，对， 8点，就是3点到8点这样睡5小时吧。你是会自然醒来，还是你是逼自己？我其实原本会就是被逼着醒来，可是后来就是真的会自然醒，就是哇，就是明明闹钟设比较晚，但还是会醒来。这样你会多很多时间可以做事哎，哎，好耶！好耶，又可以劳动了，我爱工作。你会有失眠的时候吗always 啊，真的 always。哦，难怪3点才睡。对啊，不然你3点也没什么事情可以做啦。那你失眠会有什么 pebble 吗？有没有什么小偏方？哎，还是真的太严重了，要去就医耶。我觉得我有自己听说有在看一下。哦，真的很困扰的话，好像是可以哦。对啊，哇，那还是保重哎。嗯，想请问你的聊天室有特别常刷什么词吗？没什么感觉。他们都没有在迫害你啊？对啊，但其实啊，作为一个马戏团的一份子嘛，就会觉得，哎，好像没被迫害有点不对劲。真的哦、你觉得大家应该说你是电子小丑之类的比较对啊，就是出来混，就是有点准备，但大家都好温柔哦。想说早晚会被人家说是谐星这样子。对，我好像已经被当成谐星了。其实以 VTuber 来说，你站的也蛮斜的。哦，那好吧。而且你刚刚那冷笑话胖起来蛮强的。哦，真的啊、你喜欢冷笑话吗？对啊，好，我想想啊、我从我冷笑话百宝袋找一下。我最近发了一支百宝影片，袋啊，
讲了超多人笑话，所以我有点储备有点不够了。没关系，重复的我可以。不然我讲那种超烂到不行，烂到你绝对会好啊，挂我电话。我想想，就是你知道一颗星星有多重吗？有多重？有8克重，因为星巴克。星巴克，请问谢谢。请问一颗星值多少钱呢？这下一个吗？对啊，这是下一个。值多少钱？值1亿啊，因为一心一意。这个会在早餐店奶茶出现。太好了，这是对我的肯定。我就最喜欢早餐店奶茶等级的笑话。你是有在那边工作？还没，哪天就是 VTuber 比较难，就是真的觉得赚不够，我就会去，对，去那边偷吃早餐。喂，怎么办？有人的滑鼠离关掉视窗越来越近了，不要啦，不要啦！看在稀奇的毕竟我们面子上，在高楼大厦。那你知道高空弹跳算是一种花前月下？我们的节目好像是街访，其实不是冷笑话，我们还是来问点问题好了。等一下我真的要同街要掉了，救命啊！请问你开始直播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什么呢？你说前一刻还是最后前一刻准备？我觉得都可以耶。暖嗓哦，你会做就是一些发声练习之类的吗？没有，我就是因为那时候住的地方真的隔音很糟，然后等一下你说初配还是所有开始直播前？哦，初配好了，初配的话很有趣哦。初配就是那时候住的地方有点隔音很糟，然后我就尝试用我初配准备的最大音量，然后去看我邻居会不会敲墙壁。哦，那时候没有。好，太好了，太对，好了，很还好没有。哦，还以为是那个平常的话这有点。其实我开待机的时候都是去偷偷去刷牙洗脸。刷牙洗脸。我不知道大家平常开待机在干嘛，但我就是去刷牙洗脸。好会利用时间哦！你是刷牙之后就是进入一个状态的感觉啊，有一种仪式感是吗？对，有道理耶。所以就是刷完牙之后就会觉得是就进入一个直播状态。对，哦，好有趣哦。那请问你下播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截图那个后台。你好认真哦，所以就是每天会做记录。但我没有，我就记录，我还没有开始分析，还没进到分析那边。哦，这是超酷的，的确就是像记账也是。因为听说有一段时间他们会大砍流量，那就截一下对比一下。啊，有道理。对啊，听说就是直播完了当下，然后过一阵子之后，他就会砍掉一部分，真的。对。哇，既然我们聊到流量，我来问个尖锐的，请问你会流量焦虑吗？我这几天都在焦，好不好？都焦虑的时候都怎么办呢？我不知道我怎么办，我是被人家接起来的。那你会不会就是很喜欢看后台？我就截图而已，就是我就记录，但是还没进到要等我下一个。准备好的时候，我才会去想说，我可以怎么修改什么的。那你会看自己的直播回放吗？我其实不太会，因为我自己就想尽办法让自己的直播是放松，不要太多想什么。但是如果有好笑的，我也想回放看一下要怎么剪精华。好累哦，当 VTuber 直播都播完了，还要自己剪精华。不会，至少
至少剪片是我擅长的、就比较不会那么累。好像只有我在抱怨，那没事，是我的问题。那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想要外包的工作啊？外包？你说 VTuber 相关？对呀，对呀。或者有没有特别想委托的？我想委托，因为大家不是会有剪辑师都可以找那个嘛，就是给一个直播档，然后请他抓几个时间点去剪。蛮多剪辑师有这种方案嘛？对啊，对啊。但我自己会剪，所以我需要有人帮我看。为什么没有这种职位啊？哦，你是说你想要有人帮你挑那个时间点？对，挑片师。哦，那我很好奇耶，你有自己的 DC 群组吗？有，但是我都拿来一直狂丢自己喜欢的歌而已，我没有特别在活络它。因为我前阵子做了一件事，我觉得还不错，就是我决定在 Discord 里面开一个频道，让大家可以把那个片段丢上来。就是 YouTube 有一个内建的功能，就是可以很阳春的剪一段。我觉得那个对我剪精华还蛮有帮助的。还有这个，可能我运气不错，就是我有观众朋友蛮喜欢剪片段的，所以我就蛮依赖他。那好赞哦！希望说不定有机会可以试试。等一下就来研究一下。好哇，请问你爆米花都吃咸的还是甜的呢？我都甜咸各半。甜咸各半，你都花那一样的钱了，当然要多一点东西啊。那有道理耶，那有道理。对啊，因为它基本上定价都一样吧。是没错。那你吃甜咸各半的时候，你是会就是随机的吃，还是先吃掉某一个，还是？甜的开局，中间吃咸的，最后结尾留几个甜的，很讲究哦，一定要，因为甜的会腻啊。原来如此，的确，但我觉得甜的跟咸的好像连续吃都，咸的好像可能我比较不擅长吃咸，一直吃咸我也会觉得蛮腻的。果然要各半吗？虽然我很少吃各半的。好诶，那最后想要问你有没有什么最近想要宣传的事情呢？最近，很普通的可以吗？可以呀，真的是随意宣传。那明天5点我会开陪你下班，欢迎大家来跟我聊天。好，那我有把西奇的那个 YouTube 频道我有放在丁选啦，大家就可以先去订阅。谢谢。明天5点下班就有人陪了。对，陪你们过万圣节。完全忘记了万圣节这件事就。对，你万圣节有要特别做什么庆祝活动吗？也没有想，我就是一个平常的一天，非常平常的一天。对，因为我现在很害怕出门，全部都是，这边是政治 OK 吗？这可以啊，就是不代表我的言论。但人物，但不代表立场。我只讲人物。你可以说。我很怕出门，因为现在全台基本上都一直那梗，我怕现在出门全部都是卢秀燕在打鼓，我很害怕，所以我不敢出门。你不要这样讲，你知道吗？这样我们的观众会做噩梦。但非常有可能，那感觉是今年最火红的万圣节 cos 啊！真的在 cos 哦，真的很多啦，很多啊！我一直看到好好笑。我是有看到，就是那个片段实在是太有那个迷因潜力了，所以真的是大家都有在转发。这个我有看到 ，cos 我没看到。其实蛮容易的，就是白衬衫，然后一个 A4 纸，然后要有那个笑容遮脸。对，对啊，我在网络上也一直看到。有成本的话，可以再加个小绿灯啊！真的耶，这很重要，那个灯光是重点。对，根据台中市府说，都是灯光造成的，所以看来重点是要那个灯光。对，
好的。没想到最后突然变得那么刺激耶，怎么会这样？那个，好的，你小时候有玩过那个什么 Trick or Treat 吗？不给糖就捣蛋。没有呢，没有哦，我没有那么可能 fancy 的童年。太 fancy。我是因为那个小学的英文老师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有行动力，然后就会去跟学校对面的一些商店，就是先讲好，然后就是有带我们稍微体验一下，然后假装我们有在练英文这样子。假公济私哦。对啊，但是这样童年感觉蛮丰富的。是还蛮有趣的，就会有一个小谈资可以在这个时候拿出来讲，好像也不能干嘛。好，是耶。那我们就这样唐突的，就是道别嘛。好，OK，再次感谢西奇来被我访问一些谢谢后生稀奇古怪的问题，硬要讲谐音呢。对，就是最后来一波。对，你的名字有被这样开过玩笑吗？就是有稀奇古怪，对，有。你会感到之前有过不舒服吗？不会啊，那就好。我都取这种名字，当然就是有谐音梗的准备啊。哦，有些人的名字真的是一看就觉得这个应该会被人家开玩笑，对。就是有时候我经过那种补习班，有没有上面就有一堆小朋友的名字啊？有一些小朋友的名字就是看你就觉得，这个爸妈应该会想到有谐音吧？这样不会被同学开玩笑吗？对，偶尔会有这种感觉。哦，确实，就是为他们童年感到担忧了。对啊，因为他们不是自己取的哈。好，那好啦，就是有点太嗨了，讲太多有的没有的。但是感谢你来被我访问，希望下次还有机会一起玩。希望你万圣节快乐，不要看到太多让你感到害怕的装扮。好，耶！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好，拜拜。感谢，拜拜。哇！来跟大家打招呼，花燕君晚安啊！看到花燕君了，晚安，欢迎你来。我有漏掉谁吗？我有漏掉谁的话，请不吝再提醒我一下，谢谢。大家如果明天就是万圣节也没有特别要做什么的话，可以去等待下班。对，就下班的时候就有稀奇可以陪伴大家啦。大家会想要我开这种下班陪伴台吗？我好像没有开过但如果你们想要的话，再跟我说，对，不然我就可能就不会知道大家有这个需求。万圣节好像一直吃南瓜，真的吗？大家万圣节真的有在吃南瓜吗？因为我知道照欧美的习俗，好像就是真的会有南瓜料理啦。对，但是因为至少我在台湾好像没有特别看到有很多南瓜灯，所以就没有那么多南瓜需要消化。是这样子讲吗？对，那是的。不过我自己对南瓜好像没有特别爱吃所以就没有特别常在吃南瓜料理，就不会特别想到好想吃南瓜。哇，那大家先稍等我一下哦。我知道大家是成熟的聊天室了，有办法自己聊天。那我果然还是去一下洗手间，请大家等我一下。一直在外面走来走去访问人，果然还是需要跑一下厕所的吧？请大家等我一下下。
嗨，有声音吗？可以吗？有听到？OK， 好，不好意思，那个我现在在加入协作那个话。哎，大家好，我回来了。我们又遇到了一位新朋友。哎，你好啊。嗨，大家好，我是先自我介绍嘛。好啊，好啊。我想，就是我的观众朋友可能也还没有认识你，那就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吧。嗨，大家，你的粉丝名是什么啊？哦，我很少这样粉丝名叫他们呢。不过原来要的话可以打招呼就。对，可以打招呼就好。就嗨，大家好，我是花燕君。那就平时都是做影片啦，然后就是喜欢做一些 VTuber 或者是一些剧情啊、故事啊，或者是身心灵相关的东西，很喜欢玄学这个样子。那请大家多指教，耶、哦，好酷哦！那个对啊，身心灵的部分，是也会做影片跟大家介绍一些。有啊，哦，有，就是因为虽然现在影片还不太多啊，但就是因为我会说，一般会说可能是偏那个灵性吧，但是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用身心灵这个词，因为我觉得身体跟心理就是所谓的理性跟心理，我觉得平衡是很重要，就是全都理性不好，但全都心理就是比较感性的也不太好，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三者吧，身体跟心理还有一些其实叫什么灵魂吗？soul 嘛，就是这三者的平衡，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啦。我个人偏好啦，对。所以你要说很玄嘛，也不太玄，因为我也会带一些健康的
东西进去，比如说可能生病就是去看医生，不要再求玄学跟什么奇怪的偏法了之类的。原来如此。对，你刚刚说你的影片不多，但我觉得好像也不少呢。我其实我开始弄这个频道大概也是1年啦，那经过中间也是很多，然后就是想做的很多，但产出的很慢。我就是影片就是自己学自己做，所以也不是很熟，所以就是慢慢来吧。对啊。好诶，好诶，我其实我顺便也蛮常表白一下你的影片，我超喜欢你的街访影片，超有趣，超好玩，而且我觉得你这是我的荣剪幸得好好哦。这是我的对啊，而且我也荣幸。好喜欢你字幕的搭配，然后每次话题都很有趣，然后还可以有不同国家语言的，我觉得你超强的，谢谢。大前辈。大前辈，怎么一堆人都叫我前辈，害我很有压力，怎么会这样？对啊，我话比较多啦，所以就对，好。好，这是我的荣幸，这是我的荣幸。好，好，那既然说我的话题很有趣的话，我就来找一些怪怪的问题来问你好了。来吧。真的吗？好，太好了。请问你有在收集什么东西吗？游戏的周边吧，你要就是比如说，因为我比较喜欢就是一个新游戏开了，那如果有兴趣就去玩。那我不太喜欢一个游戏，可能它已经2周年或者是3周年才半途加入，因为我会觉得进度跟不上，或者是说我可能会很喜欢它，可是前面的东西我都没有获得，然后可能会有点难 get 到，我就会就是加入的兴趣就会比较低一点。所以像比如说我现在的游戏大部分都是它可能刚开伺服器，然后我就去玩，然后就玩了3年、4年、5年这个样，然后它出周边我喜欢就买，然后一路买下来就是很多，然后都是一箱一箱的纸箱堆在我家里啦。真的有一些游戏就是某一些东西只有就是特定那个时间才能得到，所以没有就没有。对啊，我就不可能因为仓储问题吧，很多周边都是跟活动一样，就是你错过了就不会有，或者是你可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有，可能1年后、2年后你也不确定，然后就觉得其实不太友善啦。对，哇，那我很好奇，就是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游戏作品呢？完蛋了，接下来就要变成一个很女子的时间，因为我很喜欢我玩的都是女性向游戏，而且都很没有那么的有名啦。唯一最有名的就是姜饼人王国，一个韩国的游戏，它这是个很有名。跑跑姜饼人的一个 IP 的一个延伸。对，那我其实中间有断过大概1年没有玩，因为我觉得它有点干，但是后来因为他出一个角色，然后我又被拉回坑，然后我觉得他是目前为止他是我目前玩过最知名，然后也最大公司的游戏。那我觉得他对于新手他随时入坑都是非常友善的，而且我发现他虽然是姜饼人，你可能会看他很可爱啊，就跟魔法少女小圆看起来很可爱嘛，吉祥物很可爱嘛，但其实剧情让我还蛮震撼的。魔法少女小圆吗？对，它其实不是，没有到那样。它不是日式黑暗，它比较像是，比如说你会看到它的世界观就是有英雄，然后有邪恶的坏人，那我们就是英雄要去打败坏人嘛，这种套路就很常见，看小朋友嘛，他就很明显说他是坏女巫，所以我们要打他，因为他让很多的饼干都死掉这样子。然后，但其实他讲到了很多，比如说关于谎言啊，或者是一些破坏啊，或者是像比如现在出的活动是一个在讲到，因为他的地方被就是造谣啦，然后带风向啊，然后呢，反而其实原本那些他是骑士团，然后在保护那些人民。就是所谓的饼干，然后呢，可是因为饼干就是有坏人进去散播不实谣，也说那些饼干都是对他们很不好的存在，然后所以那些人民就对那个骑士团感到不满以及不信任。那
他们的之间的信任被破坏之后呢，就反而就是对那些真的很用心在做事情，然后在保护他们，然后在帮助他们的那些人，反而就是叫他们离开，然后结果因为这样子的松动，安全线有松动，然后呢就被坏人一举攻入，然后那个地方就被灭了这样子。然后那边的团长后来回来，发现自己的地方被灭了，所以他也跟着。你要说扭曲多了也可以啊，大概就是这样的剧情。其实就看那些剧情，很常会想到说啊，台湾的新闻也是真的差不多的概念，就是比如说他像我之前回去的那个剧情，他是讲谎言跟真理。那谎言他就有提到说，比如说有个饼干在大学教书，然后呢就有人质疑他说，你是不是没有从那个大学毕业？请你拿出你的毕业证书。拿出了毕业证书呢，又有人说你那个毕业证书是假的。然后呢，结果学校的教授又出来澄清说，哦，他的确是该校优秀的毕业生。然后呢，就是还是网络上仍然有很多质疑的声浪，说他根本就是假的，不是那个学历是造假的，他根本就不是那个学校的学生之类。有没有觉得有想到谁呢？对，这个饼干世界也跟现实也莫名的太贴近了吧，好恐怖。而且重点是这是韩国做的游戏，所以应该写的可能也应该是韩国人，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全球趋势。你就会想说他们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正义打败邪恶的游戏，但是你看一看会发现你好像在新闻上有看过这种发展。好酷哦！我因为我没有玩，我不知道它这么的深呢。我那时候刚回去有吓到，我想说我是在看游戏剧情还是在看新闻？真的好特别哦。对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那么喜欢那个游戏。然后其实有打算做剧情，可能因为我有个坏习惯，就是常常会想要把一个东西讲得很完整，比较深一点。所以它这像比如说我很喜欢的那个谎言的王国，它就会扯到很多一些假新闻啊，或者是带风向造谣，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很难处理，或者是不太好处理，所以就一直被我拖着。对，所以其实有时候反而是那个，很多剧情，因为我会说是剧情，是因为我觉得我喜欢故事，但是故事它现在有很多的形式出现，就像书，可能其实以前只是娱乐一种，但是现在有 VTuber 啊，有直播啊，然后有很多的娱乐，然后我就喜欢的剧情有游戏手游的，然后也有可能是 Steam 上的游戏，或者是甚至乙女游戏的剧情我也很喜欢，然后或者是小说的、漫画的，我觉得我喜欢的那个故事它不只局限于一个载体上，所以我就有点难给自己定位，因为我喜欢的定位是有些标签会觉得就是太表层一点嘛，我喜欢想讲的是更里面一个东西，只是它小说是一个，然后漫画也是一个，然后游戏是一个，所以我会比较有时候会不晓得该怎么形容自己的一个定位吧，对啊，对啊，像我很喜欢乙女游戏，我很喜欢有一个男人，然后我原本想说那个小说就是一个很爽文，然后开金手指开挂的一个游戏，但是他有提到那个男生的那个生死观，然后何谓生何谓死，然后呢又或者是说他对于注定的分别他是怎么看的，我就觉得哇，怎么突然意外深度起来，我就很喜欢这些东西。虽然它看起来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说什么啊，乙女游戏嘛，一定就是什么霸道总裁，或者是一些比较很快乐的东西，也没有快乐，因为我其实比较一些知名的乙女游戏我是不玩，我没有玩，然后所以我也不太清楚他们里面讲什么，但是我觉得就是很有趣的啊，就是会在各种地方发现一些我很喜欢的价值观，那我就会把它捡起来，希望可以透过自己的频道让更多人知道。很酷诶！如果你今天没有跟我讲的话，我根本不知道我根本不知道姜饼人，对，我不知道姜饼人里面有藏这么深的。我也不知道，我那个回去我有吓到，我打开第一章我就看完后我就把它关起来，我就开始在思考说，我不是在玩一个很可爱的游戏吗？我不是在玩一个正义打败邪恶的故事吗？为什么他会把我看到的所有新闻都写了上去呢？就像比如说质疑学历造假，又或者是
有网络歌手那个被质疑说是他写的歌词是有枪手。那其实我在日本那边有个平台叫 Nico Nico， 然后他有很多网络素人在上面一些翻唱一些歌曲。那其实有个歌手就曾经就是后来有被传出说什么被恶意中伤，说他写的歌都是请枪手请人代写的。然后但是后来就是有演上过，然后有吵过，然后后来就是澄清说其实就是假的，然后都是他自己写的歌词。但是因为那时候就是有人可能不喜欢他，想要攻击他，所以就那时候比较乱一点。然后那游戏剧情也是有提到说，就是有个饼干就是idol， 就是他就是喜欢在网络上唱歌，那就是有粉丝就是因为那是一个谎言的王国嘛，所以他就是散播谣言，就是说那个唱歌的姜比人啊，他那个写的歌啊都是人家写的啊，其实是谁谁谁写的啊。然后呢，他也没提出证据来，然后呢，很多人就说哈是哦，是这样子哦，然后就真的相信了。然后那个歌手不论怎么澄清都没有办法就是说明清楚，所以对啊，反正就是连接很多啊，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全世界可能都有受到那个就是一些恶意攻击或者是谣言的困扰这样子。真的，这个真的感觉在平常日常生活中都可以感觉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哎，真的是对啊，造谣很容易，但是对啊，因为我就是觉得这些我希望可以分享出来，让更多人知道，就是优质游戏嘛，支持一下。有道理。就是我觉得就是让大家知道，就是说，其实这些都还蛮有趣好玩的，对啊，这是我做频道的初衷啦。除了优质游戏要支持，我们优质主播也要支持一下。我很好奇，那是一定的，没错。你觉得除了直接给钱之外，还有哪些方式可以帮助到主播呢？就是当然，因为我们这些做频道其实都比较熟演算法啦，那其实都是知道就是在聊天室留言，然后按赞，以及在直播结束后就是你分享啊，或者是你在底下留言啊，然后或者是你推你的 V 他发推文，你就给他点个爱心啊，然后呢爱心的那个加成是比较少，但其实也是有加成。那最好的话就是留言，然后或者是转推。那其实这些都不用钱，但是其实对于你喜欢的你推的演算法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我自己也是从粉丝开始，然后最后才当 V。那我都是对于喜欢的推，就是反正看到他发文先按爱心，然后偶尔可能是下去留个言，然后或者是喜欢的话就转推，那帮助他们有个良好的演算法。对，我觉得这其实比跟金钱的支持是一样重量的。我也觉得，这些都还蛮重要的。来问个刺激的，我不知道能不能回答，如果不能那就不能。你先问问看。好啊，就是如果不考虑任何的阻碍的话，你最想跟谁联动呢？哇，太刺激了。没有，因为我选择有点多。那可以多讲，没关系。我想到的，首先有跳出2个，第一个是那个宅军团长，就是他是一个分享一些社会议题，然后还有说书，然后跟讲一些艺文，然后剧场相关的一个 VTuber。那我很喜欢他的直播啦，然后也因为我也是希望以说书，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虽然是说书，但其实书本只是我想分享的一个载体之一。那因为仔仔也有会说一些书，虽然说的书籍不一样，但是同样都是喜欢看书，也是有在关注一些时事或者是一些女性议题之类的。那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还蛮想试试看的。那第二个的话是那个厌世医师阿万，那他是他是医生，然后很会做一些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卫教，对，然后他还有很多的医生朋友，也就是他所谓的动物朋友，然后也会分享很多的一些健康相关的，像昨天分享，我觉得
火蛇不晓得有没有看，我还蛮推荐，就是关于男性性障碍的部分，就是这方面总是比较难以启齿。那刚好就是他们有那个泌尿科医生来分享，我觉得把这种，毕竟东方啊华人的世界里总是对于性，尤其这种东西，男性就是可能受到父权影响，他很需要很好强，会需要雄风之类的。那其实这方面反而是最难开口跟求救的，我觉得跟去看心理咨商其实是差不多等级的困难。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们很努力，就是在做这些卫教，然后希望让这些资讯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其实像仔仔也是希望一些很重要，他认为很重要的价值观可以被更多人知道，比如说很说书，或者是他很喜欢的电影啊、剧场啊，然后所以才来做这个频道。因为我觉得核心价值都还蛮接近的，所以刚刚你提到说，如果就是想跟谁联动的话，我这2位是最先跳出来的这样。哦，刚好花燕君提到的这2位也是我没有说，因为我比较少在D台，但是我都是、我也蛮喜欢看知识型的主播的，所以我也刚好有注意到这2位，算前辈吧，应该算前辈没有错，大前辈，大前辈，真的大前辈，这真的是大前辈，好不好？对啊，我觉得那个真的直播做卫教真的也是一个我觉得对很多人都是真的很有帮助。然后艺文类分享，我也觉得讲到艺文类分享，真的是会先想到仔仔军团长，真的他们真的都是蛮厉害的。对啊，哦，你刚刚说到想要怎么说，就是平常会关注到女性议题，那我想趁机问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觉得有什么样的女性困境是大家平常可能没有注意到的呢？没有注意到，一时之间我会想不到，因为我觉得其实虽然这可能有点刻板印象，但我觉得女生其实会注重女性议题，其实心思本来就会比较细腻，跟会想比较多。那其实大家提到，我觉得都差不多了吧，就是包括什么月经贫穷啊，或者是现在可能代孕啊，或者是当然就是性骚扰，或者是就是那一方面的部分都是有在提的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因为我还有很喜欢一个 YouTuber， 他是讲两性议题，但虽然是以女性议题为主但是他讲很多，比如说有关于怀孕的风险，然后以及你怀孕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然后呢，你当天生产又会遇到可能你是剖腹或自然产，然后可能会面临到什么，那生完后可能又会有什么，比如说可能就是以前叫恶露啦，但现在有改名字，但是我还不太熟悉。然后就会提到跟女性，因为这些资讯其实你只有真的生了，然后呢要生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你会面临什么东西。但是我现在看到那个 YouTube， 他现在直接就是把他经历过的东西全部分享出来，那我们就可以更多一层资讯说，其实因为对于女性在医疗方面一直都是很薄弱的一块，所以那个她，比如说可能怀孕，她现在假设你剖腹产或者是无痛分娩，然后她那个打针的针其实是非常大的，然后呢，你要躺在一个冰冷的手术台，然后你要弯曲成像瞎子一样，然后那个很大很大的针，你要从你的脊椎打进去，那其实。对，就是你心里你视觉上就已经很冲击、很害怕，然后那时候你又非常不舒服，因为你在生产嘛，然后生产产房可能又只有你一个人，然后被医生可能护理师一些包围，然后呢，手术室一定都是比较冷的，然后你就要一个人去面对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其实是没有想好，然后呢就怀孕，然后呢就生产，那。当下如果你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突然要面对这些，其实是很仓皇无助，会很害怕的。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很多人就是有在做这些资讯的补充嘛，我就是觉得没有想到的话，我觉得应该没有，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很努力在做这件事情。对，太好了，太好了，好
那我们刚好时间好像也差不多，那最后想要问对耶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请问好你最近有什么想要宣传的吗？哇，怎么了？因为我不是直播，所以其实就是现在做影片就很随心所欲。嗯，对，没有啦，就是今天就是看到一直很喜欢火蛇的那个街访，然后想说哇，一直好想去看，然后呢刚好就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就鼓起勇气跑来参加。对，这是所以再我的荣幸。夸一次，我很喜欢你的街访，然后呢也很喜欢就是你平常一些直播的内容，或者是做影片的一些内容，我就觉得哇你好棒，太感谢你好赞。了，太感谢了。虽然我觉得现在大家应该都已经定起来，就是定起来按赞、留言、分享，表达你的喜欢，支持这么好的谢 VTuber。谢谢。对，哎就这样子了。对啊、哎那既然影片还在生产中，还没有做完，嗯那我知道有个最简单的方式，大家就是我有把那个频道连接钉选起来，大家先直接去订开小铃铛，你就不会错过花陆君，不是花陆君，对不起，我叫错名，没事，花彦君的最新影片。谢谢啦。现在进入商业互吹环节了嘛？完蛋了，对开始第一次互夸通话就叫错名字。没事，我告诉你，我从小到大名字都是被人没写，都是很常被写错或叫错真的，我都不在意好吧。对，不用紧张。谢谢你的体谅那个。也谢谢火蛇办这个活动，我很开心。不好意思，总觉得聊了很多，都我在讲。我觉得这样很好我觉得之后我们有机会的话，如果有特别想深入聊的议题，我们可以再另外单独做一个单元，可能不错可哦。以呀，太好了。好谢谢火蛇，谢谢，谢谢。好那也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大家晚安啦，拜拜。大家拜拜，记得去订阅呢。大家火蛇也要定起来开小铃铛哦，按赞了没？赶快按赞，对，对，大家会忘感谢大家。记。对呀，好，大家拜拜啦。好那我就准备去找下一位朋友啦。好哇，感觉有蛮多议题可以跟花彦君多聊的这个太好了。每次有做街访系列，然后都有蛮多机会可以认识到以前没有聊过天的朋友，这种时候都会觉得太好了，就是又多了一些可以一起开台聊聊各种话题的新朋友，就是我开个企划，怎么又交到好朋友了，还蛮赚的。对啊，街访好玩，不过叫错人家名字真的是有点丢脸，我很抱歉。好，等下是不是应该罚写一下？天哪！好，哇，我自己确实有时候还蛮喜欢做影片的，但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做影片还真的是要蛮花力气的。我觉得愿意做影片式 VTuber 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啊。对，而且影片式的 VTuber 如果就是做影片要花一些时间的话，可能就不一定能够很常开台，不一定很常可以让大家看到，就真的是有赖大家的支持啊！真的建议大家可以打开一下小铃铛啊，对，也要开花彦君的，也要开我的，对，这是我的荣幸，感谢花彦君今天来聊，还聊蛮多的耶，对，刚刚有提到就是蛮多人会忘记按赞的，所以如果那个大家还没有按赞的话，可以帮我按一下，谢谢。好，我好像真的该喝点水耶，我先喝一下水，你们等我一下。我的水。上一次喝水是2个小时前了吗？那我也是蛮惊的。哇，不知道等一下会遇到谁呢？那，我回来了，请保重喉咙，没有问题，我一定会保重它。我知道我的喉咙想要喝冰摩卡，没有，那是我自己想喝。等我一下下，我来看看要去哪一条街才能堵到我们的下一位我预谋要访问的人，请等我一下。
哎，好的，那我们就准备来访问今天的应该是最后一位朋友啦，那我们就 go。Hello， 晚安啊！嗨，嗨，大家如果之前有看过街访系列的话，可能有看过这位不算是第一次出现的朋友，对，但还是请你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好了。大家好，我是重感冒豆浆，我鼻音很重，因为我昨天大感冒，然后去看医生，然后还没有好。哇，就是很硬的来，就是接受我的访问。好，还好啦。OK， 那有好一点吗？我觉得有，我昨天还不太能讲话，就是我讲话就这样。我听起来就很痛苦呢，听起来超痛苦的。对，然后不能睡觉，因为一直鼻塞，所以是鼻塞到呼吸不了。哦，我懂，就是有然时候后又喉咙痛，喉咙感觉一样长蚂蚁，很多蚂蚁在咬我。好恐怖！你有吃过蚂蚁吗？哈？我有哦，我有，真的假的？有什么味道啊？很酸，然后有一个有点臭味道。因为我的观众就是吃一点点就有味道吗？还是要对吃很多才有味道？不是随便抓的，它是就是有卖那个国外进口的，它是烘烤过，然后是养来吃的蚂蚁，泰国的样子，应该是泰国的。会很贵吗？贵吗？有点贵啦，以零食来说是有点贵，但是以那个为了取悦大家开台用的话，是还负担得起啦。哇，人真好，对观众真好啊！没办法。哎呀，我很好奇，就是我觉得很多 VTuber 就是可能会有什么几千订阅就会立个什么旗，对，那请问你有立过什么旗吗？没有但是因为我快要1周年了，所以我周年的时候我打算，因为是12月7号的时候1周年，然后想说我从11月开始我要直播织一条围巾，然后戳出去给我的观众们。这好酷哦！这个算吗？我觉得算耶，这个蛮有趣的。但是就是没有像那种什么恐怖游戏之类，就是比较和缓的立 flag。确实，你的观众不会迫害你，或是就是要你做一些比较你可能会感到痛苦的事。会啊，你说恐怖游戏，他们都会就是他们很想叫我玩，但是我不玩，我有我的原则啊。但是他们之前叫我唱过那个《老公天下第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反正我知道很有名的歌。对，你答应了？对啊。你看 VTuber 就是为了满足他的愿望，蛮辛苦的。对啊。天哪！那你的观众除了喜欢你唱这种歌之外，他们会喜欢被你骂吗？他们很想被我骂，但是我不太会，就是硬要骂我骂不太出来，但是我可能会说他们什么吵死了，或是没礼貌。哦，品格教育啊，蛮实用的有时候会没礼貌是真的。就是我口头禅其实是没礼貌，然后他们还会想要我念台语版，就是没礼貌，他们就很开心。那他们会要你念吵死了的台语版吗？差喜啊，就是不会，他们不会要我念。怎么这样？对啊，他们比较偏爱某一些词汇。是没错，是没错。什么？有人说该跟火蛇学学，我很会骂人，是没错，是这样没错，但是不是我之前有学过一个，但是我有点忘记了。哪个？也是骂人。我有丢那个推特，我有回复你，但是我有点忘记，然后是什么脱裤子还是什么的吗？脱裤子？为什么要骂人脱裤子？什么意思？你说让人输个吞口还是怎样？就是什么吞口的样子。
这个对，我有学过啊。我是专门就是为了满足观众的要求，还特别去学。没有，我只是觉得这个很酷，然后我就想说学一下。哦，不愧是脱裤子，当然是很酷，没错。好烂哦。好，有机会还真的可以耶，就是我有在道府台语家教，如果你想要强化你骂人能力的话，是可以哦。哇，我觉得台语骂人很派哦，嗯超派。对啊，有时候是可以感觉好像比较，我不知道我很好奇，你觉得台语的脏话跟中文的脏话骂起来会不会感觉不太一样？我觉得差很多就是只是台语我要想，因为我没有很擅长台语，但是我觉得中文就是会比较有那种委婉的感觉，台语比较直接一点。好像是就像你写考我跟你是在哭吗？就是感觉不太一样。哦，好像是耶。对。但我觉得都有骂到的感觉，感觉问人家你是在哭吗？就好像有一种有一个微妙的距离感，然后好像反而很酸呢。我不知道，我个人的感受。就是有一种那种很帅气的大姐姐，然后踩着你，然后说你是在哭吗的感觉。啊，你喜欢这样子哦？是这样讲吗？没有，不是我喜欢。哦，你知道有人会喜欢？不是这样的。的确。对，有人会喜欢，有人会喜欢。我知道很多观众都喜欢，卖给你们这些观众们。对，他们最喜欢了，我知道，他们一定很喜欢这种。你看，马上就有人说，有人说帅气大姐姐好棒，就知道这些人，我就知道，真恶心哦，真糟糕。这个你算是在骂他们吧？他们会开心呢。我想一下，这些人很难对付。没人想跟你们做朋友。好凶狠哦！天哪！好派！天哪！啊，好，好，那我很好奇，你觉得，你说，有人降肉了啊？对，感谢爱因丽丝的降落，感谢开台辛苦了，啪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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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你带大家来看我们就是采访，对。我们刚好聊到那个嘛，讲到台语骂人嘛，对。那你觉得现在年轻人有比较不擅长用台语骂人吗？我觉得有，因为我前几天遇到一个阿桑，然后他超派的。为什么？就是他好像买什么丝瓜然后他就说现在丝瓜很贵，然后他就说什么就是反正他就骂一长串，就是我超久都没听过的脏话，然后我就被震惊到，真的很厉害，超厉害的。害我很想学。主要大意是说什么就是卖那么贵，我是帮别人买的，什么不知道啊，他以为我是什么中间商赚很多这样。他是真的很生气，然后他加超多脏话，对他超生气的，他就觉得哇，就是太厉害了，很有特色。对啊，感觉很多就是我真的觉得比较年轻的人好像要用台语骂人也有点困难，而且有一些人我要想很久对啊，有时候故意想用台语骂。组织一下，对，我要组织。没有时候，因为我有点那个路怒症，有时候在路上遇到一些比较老的，我怕我讲中文他们听不懂啊，所以我就会想一下台语怎么骂。好酷哦！如果没有要很攻击性的话，我自己最常用的是“啊是别样看的，你不会看路哦。”而且亏太小啊！我是不会这样子啦，我是不会这样子。超拍，这个比较严重。对，这个人家会觉得受伤，会觉得你真的是看你想要的效果，看你想要的效果。对，原来如此。哇，这个骂人也是需要学习的，那倒是没错。没错。所以你的观众会喜欢，还算喜欢被你骂啦。他们很喜欢啊，只是我不太常骂他们而已。那不太会骂。那你会开
骂倒台嘛，就是集中处理他们的这个需求。我没有那个就是我没有脚本，而且我怎么骂他们都会很开心啊。就是他们一定就会开始说什么谢谢豆浆，谢谢，然后我就不爽啊。那蛮好取悦的。他们很奇怪啊。那就是他们会怎么说呢？你有什么台规是，就是他们如果真的做了，是会真的让你生气的？好像没有我好像人蛮好的，但是就是有时候看到会有点小不爽，但不是真的不爽，就是会觉得就是很烦这样，就是他们可能就会说主播我好了之类的，就是很烦，看到你我就不好。但是骂了也会开心。不是骂了不会开心啊，因为他们会在那边主播对，他们会太开心，然后你就觉得很烦。对，好恶心啊！啊，那你会 ban 人吗？好像没 ban 过好像没有。你只是对人家很好呢。对呀，我好像还没有啊，有啦，有那个就是在图奇有忠诚点数嘛，然后就我的忠诚点数可以换就是600，就是被 ban 600秒。然后我之前我不小心按到永 ban 过，然后再把它救回来，然后终极的奖励，我再重新按一次600，然后我就说谢谢主播，就是这个忠诚点数很值得，什么换一次，然后可以被 ban 2次这样。真的是终极的奖励，我的天！他们就会很开心哦，然后就觉得这是一种荣耀，这样。这些人真的怪怪的。天啊，那请问你有讨厌的观众类型吗？讨厌的观众类型啊，一直私讯我的，虽然我都说不能私讯，但是有时候我还是会回一下，但是一直私讯我就会觉得好烦。哦，但你有说不能私讯呢？对啊。那是真的是你会封锁吗？不会啊，你真的是对大家太好。但是我就会委婉的跟他说，就是尽量不要这样。就之前有人问我，有观众跑来私讯我说，OBS 怎么设定？然后想说，好，什么意思？怎么会问这个？对啊，超怪的。可是这个可以 Google， 对吧？对，然后我就觉得，我就不想丢什么教学链接给他，因为我觉得丢了他可能会之后又来问我，就是你有别的链接吗？这样。哈，好特别。我很害怕，就是对我觉得超烦的。哇，那我想想你有遇过？我想一下，你的观众会在聊天室特别刷什么词吗？刷什么词？对，就是一直不会，但是他们有一点就是感觉要长脚的感觉，他们在那边呵你好可爱，但是我还说不行，我是帅气，而且我完全没有在养嘎，但是他们有点要长脚的感觉，就是我已经搞不清楚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就他们是在做效果吗，还是怎样？但是有一点害怕，就是他们会开始说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主播什么睡觉好孤单之类的，然后自己想怎么办就三小啊？你都怎么修理他们啊？你有在修理他们吗？我可能就是呵呵，你没女朋友啊之类的。完蛋了，结果呢，他们就更爱你了，有没有可能？三小不会吧？他们应该会很伤心，然后破防，然后就是再也不来看我的台。那他有再也不看你的台吗？没有，他还是看得很开心，他们还是我就看得很知道，开心。超怪的，卡古亚，很难理解啊。他说他就是那个被 ban 的，是他吗？对啊，我不小心把他永杯了。恭喜你！而且不止他，不止他哦，原来他不是特别的，你不特别了。说很多次，所有的观众都说，就是我的观众都说你换600会被永杯。
很像那个很像那个就是有时候去有某一些夜市会有那个10块冰淇淋，有可能拿到1球，有可能不止1球这样子。对，就是转那个转盘。好赚哦，不止一次。天啊！你也觉得好赚，什么意思？不太对。我站在同理他们，我理解他们想要什么，因为毕竟我的观众有一些也有一点喜欢这样。对啊，他们都喜欢跟我互相伤害。好怪啊！对啊，好怪哦。就是开骂倒台，怎么还会来看啊？就是很爱被骂，这些人是怎样？那你觉得这个就有点性别议题了？你觉得哪一句话最能惹怒女生呢？哪句话最能惹怒女生？但我补充一下，不建议大家就是拿来惹怒主播，你可能就会被永别人。我其实算不太会被惹怒因为我看到就是我比较会怜悯他们，就是会觉得说，天啊，你活到这么大了，就是真的很可怜。就是我也不想怪他们，因为我觉得可能是他的原生家庭之类，就是导致他这样，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辛苦了这样。我其实不太会生气。这个心态很好我觉得。对啊，就是他已经很可怜，就不要再攻击他了。天啊，好有包容性。对啊，就他可能就生活也不好过，就是他可能就平常现实生活就已经很糟糕到他只能在网络上面开小账去骂别人，或者讲一些就是很奇怪的话，就是这可能是他唯一抒发压力的方法。虽然他这个行为不对，但是也就是他已经很可怜就算了。他也不是故意要当这种被大家讨厌的人，只是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当个不被讨厌的人，是吗？对，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但我还蛮容易生气的，所以不一定会这么同理别人。对，所以我觉得你很厉害，我觉得这真的是。我其实我可能一开始会有点生气，但是我看到当下可能前3秒会生气，但是我会很快转换成加油啦这样。加油。对。那你觉得？我之前就看到很多在吵那个女生当兵啊。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呢？我看到有人说什么，就是可能跟怀孕扯上关系。天哪！然后就有人说什么女生不怀孕就去关5年，然后我就想说，我操，不对，生了谁养啊？对啊，生了谁养啊？靠北！哇，这个很你养吧，哥们。真的？谁养？我操！我觉得女生当兵，我其实觉得，如果把一些东西都弄好，我其实没有意见。像是因为女生跟男生的生理上就有差异嘛，然后加上这点，我觉得要就是弄好。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因为女生是会怀孕的，所以加上产后也要修复，所以我觉得。关于女生怀孕因为有一些人可能比较早怀孕他可能读大学的时候因为当兵是要那个嘛，就是大学读完嘛，他可能读大学的时候就怀孕了那加上产后修复，但是每一个人的时间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又要考虑到这些问题。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些都处理完的话，我觉得当兵完全没问题啊。就是配套措施有做好就可以。对呀。你刚刚提到这个，我有点不确定，因为我其实读的书我自己觉得没有很够多，但是我没记错的话，好像在就是女生怀孕生产之后，其实对身体是会有一些可能是不可逆的一些影响的，所以这好像真的也要考虑进去耶。对，就是因为像我妈妈，就是她生完之后，好像是腰就一直很痛。对，我记得有些就是到现在也是，永远会就是有一个影响在那边。对，所以我觉得要考虑进去。还有就是可能会比较容易有那个，像我妈妈她就
血糖比较不稳定。哦，对，好像也会影响到血糖，我有听说。对，就是产后她血糖就都不太稳定。哦，那其实要考虑的事情好像还蛮多的耶。对呀、那大家有兴趣但我觉的话，得处理好的话，我觉得完全没问题啊。对啊，我觉得总比那个就是什么女生不怀孕去关5年的那个，太不合理了。就是我看到就是不会想生气，就只会想说就是啊加油啦，怎么会这样想？这样子，加油啦，就是对啊，只能说加油啊，就是也不知道可以怎么办，哦，很难过啊。那边有观众说豆浆很温柔，开始理解为什么大家会长脚了。不太对，今天访问豆浆不是要让你讲这个哎，不太对，不对跟我冷静点，先把你的脚收起来，好不好？先把脚收起来。好的，好的，不然可以锯下来哦。我这边的观众蛮喜欢锯脚的，他们可以帮你。要怎么锯啊？我其实还不太会锯脚我不知道，他们都想锯我的脚啊。啊，原来是锯你的，不是锯他们的。对啊，哇很过分哎。啊，我只有粽子可以锯，怎么办啊？粽子，官方我头上2颗啊，我只有粽子可以锯了。官方玩梗好致命哦。觉得你的中秋节就是那2颗粽子会拿来办特别活动吗？是端午节啦！我讲错了，我在讲什么？对不起，对不起。哇！但说实话，到中秋节我家冷冻库还有粽子这正常的吧？那不是应该到明年的那叫什么？明年的中秋节，我这次是要讲中秋节，到明年的中秋节都还会有去年端午节的粽子吧？那会不会有那个还没吃完，然后就一直就是留存下来，就是他每次都就是逃过一劫这样，永远都在最里面，每一年都逃过一劫。会哦，有一些人的冰箱就是会怎么讲呢？有一些稀世珍宝可以保存很久。哇，好可怕！对，我很好奇，你觉得身为女生最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最麻烦的，我觉得是怀孕。哦，就是怎么讲，就是真的是得要保护好自己。对，就是因为有一些比较糟糕的男生，他可能就是一开始都跟你很好啊，然后结果可能做完之后，然后也没有做安全措施，然后做完之后，怀孕了，然后他就落干这样子。啊，确实。但是你女生你没有办法落干啊，你要怎么落干？你就算吃堕胎药，你还是伤身体啊，伤的还是你的身体，但男生他没事啊。对啊，好像有一些就是可能会给出一些承诺，就是说，就是如果让你有了孩子，我会好好的养他，但没有好好的。对啊，除非你先把自己培养成什么，就是什么性病感染过之类的，这样你才能去就是超奇怪。可是你自己也会先受苦受难，所以这应该不是个方法。你没有办法让男生就是对啊。哦，原来如此。好，那我想一下还有什么？我觉得其实那个还有那个很容易被说女权自助餐啊，这个也蛮常有人这样说的耶。对啊，就是你可能只是提出一些合理的需求，然后就会有超偏激的人跟你说女权自助餐这样，然后就想说，哇，你是平常没钱吃自助餐哦？怎么看到别人都说自助餐，就是平常自己吃不起吗？那你遇到这种人，你也是会就是怜悯他吗？我会觉得说他可能平常吃不起自助餐，所以看什么都觉得是自助餐啊。我要把笔记下来。我觉得毕竟你想嘛，台湾的自助餐可能要200块啊，就是你要吃饱可能要200块哦。难怪我都吃不起自助餐。北部啦。有可能。但是，对啊，就是他可能吃不起啊，他可能觉得200块很贵，然后吃不起那个自助餐，就是不是说
一般的饭吃，就是他可能连那种就是他有时候想犒赏自己的时候都吃不起自助餐的话，那他可能就是真的没有办法了。我学会怜悯了。对啊，就是其实蛮可怜的，就没有办法，就是他加油。希望他之后吃得起自助餐，就不会看什么都像自助餐了。就是他执念太深了。哦，原来是这样，所以才产生幻觉。对，对他很想要自助餐，他超想吃的，他很饿，所以他看什么都是自助餐。哦，好。对，然后他就会嫉妒啊。原来是嫉妒有人吃得起自助餐啊。对。好。那我们时间好像也刚好差不多，我要来问最重要的问题了，就是请问你最近有什么想要宣传的吗？我想宣传我的那个，就是1周年会织一条围巾，然后如果就是有更多时间的话，可能会再织一些小东西，然后就是全部免费抽奖送出去。嘿嘿，别人周年都是来削钱，但是我没有，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就是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我会比较偏向我很开心，我的观众陪我很久。也没有很久，但是陪我1年，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然后就想要做点酷东西给观众吧。真的很酷真的很酷。没错啊。我已经把豆浆的Twitch，主要都是在Twitch活动，对不对？我最近有在那个 YT。哦，那你比较想要我宣传哪一个呢 ？YT 好了，因为我织围巾应该会在 YT 织。好，那我来换一下连结，我刚刚放了。耶！看一下织围巾。总之就是现在去成为观众，应该会觉得说，就是我织的围巾可能很破吧，不知道他们都觉得我是一个就是很常出包的人。但其实我有先偷偷练习过哦。嘿嘿。好总之现在去成为观众还来得及的，对。对。好好，那我就把新的 YouTube 的连结放上来了，大家就可以去。太好了。支持我们豆浆。耶，太好了。嘿嘿。那我们今天的整个我们的街访节目就刚好也就到这里啦，我可以去喝水休息一下。大家晚安。大家晚安。那拜拜。拜拜。那就跟大家说再见啦。好耶，那我看一下要降落去哪里哦，我看一下。我想想啊，辅主播，对，我们前几天有去辅主播那边，刚好在报新闻是吗？好酷哦！那我们就去伊利，晚安，真的你才好。那我们可以去看那个发现台语其实很好的辅主播报新闻。那大家要礼貌，要当好观众哦。是的，要看台规好不好？刚刚的访问发现了非常多人都没有在看主播的台规，我们不要当那种观众。好，那就跟大家说晚安。